中岛公安，大家好，我是李卡屯，空包啊，食饱未？我真久无，我真久无伫家那个，对我真久无伫家抛头露面。有啦，你跟大宝老师都是我们已经是固定班底了哈。抛头露面，抛头露面没有啊。我平常都是在聊天室里面跟大家拉塞，现在就是上节目之后就会开始没有话讲，就是你知道啊，在那个聊天室每次都很嘴求，现在一句话都讲不出来，我就是这么害羞。了解，所以我今天是可以欺负你，对吧？你今天是一坨马吉耶？没，对我今天是一坨马吉，对大家我你是。过年气氛，你是最烂的你有看那个吗？蒙骑士吗？就是你是马吉那个，我是马吉，我蒙骑士，我没有 handle 到是你们帮我那个那是什么东西？那下回哦，就是以前有一个那个就是好像是悠悠 TV 出的类似终极三国的，也太可爱了吧！哦，我的声音变小，然后它叫蒙雪。等我一下，我声音偏小，等我起来。好，相较两位的来宾，因为两位来宾比较重要，所以他们声音我把它调大了，没错。没有啦，就如同你们所听到的。对，你们等我一下，那我离远一点好了。没有，我离远一点，离麦克风远一点。我现在动身去新竹，这样我买个高铁票。等我一下，这样讲话应该就会比较平。没事，我帮大家调个平衡哈。就是我们你那个可能要新竹以南一点那不然就云林好了。好啦，我车费报，你们可以帮我听一下我们的 BGM， 还有猪猪的声音，吴昕老师的声音，以及我们 Double 老师的声音哦。一嘎嘎的秀，那我们现在要同时讲话吗？对，也可以要同时讲话，因为他们会帮我们听，没有关系。对，然后3、2、1，就是我要装扮成女孩，哦，你可以开玩笑，害羞，要叫这平衡女孩。然后观众想说，我今天到底是来干嘛的？快点关掉视窗。牛肉面他没有给我，不要让我失礼。我吃了袋装牛肉面。先生在图书馆可以让你小声一点吗？必须可以小声一点。OK， 好，谢谢，我必须小声一点，没有错。而且我们这个 BGM 是由我们大宝老师跟毛毛老师又帮我们更新完成的这个8bit 版的75C。OK， 那我们今天会一个一个玩电动被妈妈抓耳朵的感觉。没错，不是叫我去洗澡吗？那我们今天会怎么还在玩电动？我们今天会一个一个吗？好啦，对不起，完了，哇，你好配合哦，好，吴昕宝宝你好配合。想说今天要有一个一个跟他们聊，就一个一个跟他们打招呼吗？还是你的观众，你的面线不配有这个待遇？基本上一个一个骂他们这样。基本上他一个一个骂的话，对他们也太福利了。所以，我们今天那个好消息公告就是你们获得了，就是可能吴昕老师或者是我们大宝老师一个一个的骂倒，这就是我们今天的那个好消息公告，谢谢大家。对啊，就是变成我选择冷暴力不骂人了。不要变成这样吗？这是什么？他说你来什么来啊？这种意思吗？手里有什么4月指定大专哦？这个没有关系，我的团队我会好好的分享给大家的。对，毕竟我们今天是真的是非常非常普天同庆的好消息分享。对，而且那个好消息呢，在那之前呢。当然，这个好消息也包含就是可能有那个芋头葡萄干的这个蛋糕啦，对。那我还好，那个我觉得我可以胜任。那个对我杀伤力超大的，好不好？好啦，那是伤害迪卡用的。对，那是拿来伤害我，就是伤害我，等同于就是伤害我的团队。对，他们是这样子解读的啦。对，团队。没关系，我喜欢吃葡萄干。老师，那我蛋糕拿给你，帮我吃掉啊，拜托。没问题。加凤梨有什么？加凤梨皮才叫真正的物理伤害，好吧？不要再说了，好可怕！为什么有凤梨皮这种东西？不行好啦，那现在我们这样打打闹闹、笑笑闹闹的这个 balance 还可以吗？就是现在我可能会唐突然后吴昕老师很嗨，然后大宝老师像有点想睡觉，但是还听得到他的声音吧 ？OK 吧？OK 吼，我并没有想睡觉，你们怎么这样？我就觉得很像，就是没有。你现在说你想睡觉，等一下你就可以顺理成章的睡着，直接睡着这样子。对呀，是哦，对不对？老师的声线非常感谢赏休息，好了，我想睡觉，今天开台就到这边喽。应该说反正我后面有床，我的床很大啦，可以直接睡。
新家还算蛮舒服的，床很大，玩累了就可以倒了。没错，老师，你那个2025年忙了一整年，然后再加上搬家，你还 hold 得住吗？还行啦，还没忙完呢。还没忙完，然后就跟我发文一样啊，就是如果不追点进度，我现在还在这跟你们拉勒的话，我真的除夕夜都还要工作。Oh my god！ 你 Oh my god！ 年节有安排要去哪吗？还是又是沃克？沃克到2月底要去，对，出国去工作兼员工旅游的。好，听说我们很像都是那个时间飞出去，跟吴昕老师，我们就同时啊，对啊，就同时过去，出去还不错啊。对，因为这也是我觉得这是刚好，就刚好如果说就是大家都在同一个时间出去的话，这样工作的时段也是对得起来，没错，就比较不会有他休息，然后我在工作，没错，对。因为那个时候知道说那个大宝老师的员工旅行的时间是就2月24嘛，然后刚好我也在想说，大家都知道我那个买错的那个迪士尼的门票，到底什么时候要再回去一趟？你那个确定是买错，还是你脑谋深算的计谋啊？没有，我真的买错。你看我这么人畜无害的脸，看看我的脸这么人畜无害，这真的是我买错了，真的。你是吉祥物马吉耶？对啊，我今天年糕。没有错，就是今天这个好消息公布的这个造型，我要配合迎合2位非常重要的贵宾，对，所以我就变成了马吉。好啦，这个也谢谢木子的委托。这到底是马吉还是年糕？我记得是年糕吧？是日本的年糕，所以就是好，我们就当做今天是一个台日友好的一个概念，这样。对，所以就是芋头马吉。对，芋头马吉也可以啦。对，而且要非常感谢木子的，就是偷偷的委托我们泡芙老师绘制，然后我们千里老师的建模，听说老师这个千里老师的建模，我的那个神官帽，这是建模到已经非常非常的该怎么讲？他花了洪荒之力啦，简单来讲是这样子，所以谢谢。那你要动多一点，让人家看到他的洪荒之力。有啊，我现在很努力在动，有没有看到？我是一坨摇晃的马吉，摇晃的马吉，一坨马吉，够能 Q， 够能 Q。然后对我不能输给2位这么可爱，吴昕老师这么可爱，大宝老师这么可爱，我不能输给你们，我这样头好晕哦。可以吗？可以吗？可以了哈。可以。好了，怎么没有木锤？应该可以吧？好，可以。我现在发现你们的就是各位面线很喜欢给我们吃东西，就是现在大家都一直觉得，刚刚我有看到有人说什么好消息是我终于喜欢吃芋头，可是我本来就没有讨厌芋头啊，我喜欢吃甜芋头，对啊，我不是讨厌芋头，对，吴昕老师讨厌香菜，对他怕的东西是我们现在在房间里面飘的这些东西。小虫，我觉得这是毒气瓦斯啊，等下就直接在这里。等下就倒了。不会，我们就是要验证说那个香菜基本上是没有毒、无毒的哈。我们要验证，因为那个吴昕老师等下我们联动完，他依旧生还在我的床上，对，只是躺在床上。你没有看到我现在不讲话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好，你先不要讲话，基本上就会数掉。好，你先不要讲话。有啦，大家有看到吧？有吗？好，有啦。好，目前这个状况呢，对，就是那个他那个灵体，就是可能冒出来的这个状况，就是吴昕老师碰到香菜的状况哦。不要。可是我现在觉得，我自从喝了那个草空间的那一杯之后，我觉得我整个人都是无敌的。你抗性都增加了，你毒质就升级了起来。对，我觉得我这一生已经没有什么东西好怕的，没有错。你现在下面就是附属能力，就是香菜适应力加这样。没有错，很多人跟我们讲说，我们草空间的档期结束之后，他们在碰到什么奇奇怪怪的香菜料理，他们已经是越级打怪的等级了，没有问题了，no problem。对，我们的活老师。对，喝了那个全家出了之后，他就说我已经打过 BOSS 了。对，没有错。不是，我跟你讲，我不是什么香菜耐受力提高，是已经死过一次的人就不会死第二次了。真的吗？但是在这之前，对不起，我发现了这个可以玩啊，好可爱哦。等一下，我先玩一下我自己，等一下。对啊，你可以摇台好可爱。等一下，你可以驾驶你自己的那个好可爱，你可以摇台可以驾驶。我的天哪，对不起，我们今天是完完全全那个无重点无菜单的这个内容哈，所以想到什么就聊什么。对，但是呢，还是不会让大家错过我们要分享的好消息啦。只是在好消息之前呢，我们想说，对，聊一下后面对啊的人多一点。
我们再来没错讲这件事情。而且在那之前，这两位我们非常重要的是这次专辑制作的好伙伴呢，吴昕老师跟大宝老师真的是也涵盖了我们去年一整年的忙碌啦。来，我们刚刚已经稍微跟大宝老师分享过了，那来吴昕老师来去年一整年的忙碌，いかがでしょう？哦，对啊，就是我之前。我应该也一直跟大家说我有3份工作，可是我那个时候基本上就把那个当写台语、写台语歌书这些代志对我来讲就是，对我来说就是放松，就是我是那种另外，如果我这个工作很累，我就会换另外一个工作做，然后把另外一个工作当成放松的人，这样才能变成永动机哦。到现在还是对啊，到现在还是这样啊，对啊，就是现在年关将近，就是。一直在等我另外其他，就是现在可能需要连载嘛，对吧？连载的时候就等其他人等其他人把工作做完。我现在就在处于一个放年假的状态，反而现在不知道自己在干嘛。很好，很好，就真的不知道在干嘛。对，很好。看甄嬛啊。我每天都在看你知道，你知道我跟你说，就是我真的是，就我只要甄嬛一放，我就会开始工作，它是我的工作 BGM。哦，对，我现在连台词都会背。对，也跟大家报告一下，就是今天晚上6点，甄嬛马拉松就会开。对，我们等一下搞不好可以没有赞助播出。对，我要兴奋死了。好，我知道，对，每年就是必期待的这个于生妹妹，欢迎您来到姐姐的房间。请问这个香气扑鼻的这个香菜的味道，您还喜欢吗？姐姐特别为你准备的呢。小主好生欢喜啊！满满的较劲，然后那个没有那个甄嬛说：“这是陈宠后该有的规矩吗？小主细看榻上，好一头都在下头呢。”然后就把那个床单一翻起来，里面全部都是香菜，然后看起来超级开心的。没有错，对，一定要这样的剧情。然后大宝师就很像里面的那个谁啊，那个让我想到那个谁，那个什么，那个叫什么名字去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什么。那个什么，那个太监叫什么名字？苏培盛哦。对啊，我就觉得好可爱哦。哇塞，他是干嘛的？他是很重要的角色。苏培盛就是他是皇上的那个秘书啊，就有点像是皇上的，他的那个等级有点像是行政院副秘，你知道吗？就是所有的事情都要他做算，但是他又不是一个很高的官职。你形容的太贴切了。不过在吴昕你这身兼3份工作的这状况下，那去年这么忙碌的状况下，我们这个专辑你是完全应该也是爆肝在协助吧？确实，但是我觉得有很多时候还是用通灵的，他有很多小故事，就接天线啊。我觉得有些东西是有些好东西，真的是在你突然很忙的时候，你才会就脑力激荡，你也得就婉转通啊，就是你需要给自己一些对啊，你现在需要给自己一些很可怕、很刺激的期限，之后才会好，而且那个时候应该也同时在进行今天我们要宣布的好消息的准备吧。就那个时候是同时定，很多东西都同步对，很多东西要同步，好可怕！我们是怎么存活到现在的？救命！我不晓得啊，老师，而且老师已经变成人畜无害的眼神，老师我都已经是傻眼猫咪了，这样子，好可爱哦，老师。闪瞳，对啊，我到底在干嘛？我也不知道。老师，你那个瞳孔放大片太犯规了，太犯规了。那我要跟大家说，现在白天，他我刚刚有问说，就是宇超老师一听到甄嬛声音就会变得非得要工作不可。确实，就是我觉得《甄嬛传》一个好处，我跟大家，就是《甄嬛传》跟《花木兰》的好处是这样，就是你已经看过很多遍了，其实你也不会去在意他到底在演什么，但是你又需要身边有声音的时候，你就会需要开这个。因为我是一个只要听到音乐，我就会跟着想要一起唱的人。所以我不能我好羡慕哦，因为我是单核心我是完全没有办法追剧，然后再做其他事情太厉害了。我没有在追剧啊，
就是那个时候没有在追，你就是一个空灵的状态，然后甄嬛对他来说已经是刻印在心底的。哦，那个就是个 BGM，对。可是你不会一直想看吗？那个是刻在我心底的名字。我没有办法，有就是放在旁边一直把它当 BGM， 我就是一直要盯着它看，因为好精彩哦。就滴血验亲这个时候，我就会放下我的工作，然后表达一下我的敬意。就是以前不是有说什么，你放国歌的时候，以前不是要以前戒严的时候放国歌比较立正。然后我看到，对，然后如果我看到滴血验亲那一段的时候，我就会放下我的工作，然后对电脑敬礼，大概就是这样。好，你所谓滴血验亲应该是很后面的部分了吧？就是吴昕就顾不看到你啊，最近好不好？啊，确实啊，确实。就是他其实一直在我们的频道呢，只是吴昕要爱联动的时阵，应该是很难得啦。对，每次他是个很久没有听到我的声音了吧？是，没错，确实。可是我在频道其实常提到大宝师跟吴昕啊，就是有提到要凑一下，啊，不是夸奖一下。什么臭？确实蛮臭的啊！我们要捧在手。香菜出来了哦，香菜，我跟你讲，台湾最美的花，是不是？我一定要好好的把它拿出来，我们招待2位贵宾，好不好？对，台湾最美香菜哪有花？它就是草，什么意思？它不是草，它是最美的花。你问大宝老师，大宝老师也是我的友军。他要生气了，他是我的友军，真的啦！你有看我的触害，而且还这样还可以哇，我还可以用我自己，好可爱哦！你还可以摇台哎！对，我可以摇台，我怎么这么可爱？对啊，而且每个人都在想的人生议题，我是怎么活到现在的？你就是每天都一直在想早上要吃什么，中午要吃什么，晚上要吃什么。哦，所以基本上就活到现在，的确是呢。对，我自己是人类应该就是这样，就是如此呢。因为有时候你太忙的时候，你也没有办法去太规划太后面的东西的这个当下，你只要把今天过好、活好就好了。很像都是这样对啊，就是就是想说我把这件事情做好，我就可以吃晚餐了，然后就会很有动力的把东西做完。对，而且有人问说，如果你先讲，没事，你继续，对。不是我们要培养一个默契，超级好笑，我一直在抢话。我只是看到小天他们有些人问说什么配让子弹飞的工作会有效果吗？对啊，就是匪是一定要缴的，不缴不行。我觉得让子弹飞，迪卡你有看过吗？没有，两倍老师应该有看过吧？有啊，有看过这个老人家一定要看。可是我真的没看过你们可以帮我解释一下是什么吗？不好，鹅城的税已经收到60年后，也就是西元2016年，就是它是一个我应该要怎么解释的片，它就是一个大叔会很爱看的片吧。大叔说教男，我超喜欢的。对，翻译什么叫做惊喜？惊喜就是3天后180万送进鹅城，接下你的腿。哈，等一下，我完全没跟上这是剧情啦。他们就是他也是类似，就是甄嬛有很多奇怪的，就很多很经典的台词。对，我是不是应该去补一下？蛮有趣的。对他如果就是动漫迷都要看过99的话，它就有点像是喜欢看电影的人的99，大概就是这种东西，很吃电波。哇，好电波哦！而且趴趴熊说站着把钱给挣了，好，感觉有很多名台词有。然后说什么？你是想要站着还是想要挣钱？他说敢问阁下大名。说张麻子是不是？大概是这样子。各种的电波啊，不然你就可以看那些梗图的精简版本。不过啊，其实我每次都只有办法，就是说，可能大家跟我推什么剧或者是什么样的电影啊，我就真的只能像这样，在可能好来宾跟我介绍，就像可能问吴昕老师或大宝老师说，里面是什么，然后可能观众跟我稍微解释一下里面有什么东西，然后可能就仅止于此，因为完全还是没有时间去补那些东西，就只有这样子一个状况下，对，所以就是确实，对啊，所以也其实常常都会是这样的一个状况下，所以目前很像。忙碌的状况，每天都是重复再重复的这样的一个状况下，两位应该也都差不多是这样吧？对啊，而且还会忘记，就是我最近有一个很好笑的，就是因为每个人每天都要吃饭，然后我就会忘记我上一餐到底有没有吃。对，很夸张。说
比如说我早餐吃的是火腿蛋，然后我昨天早上吃火腿蛋，但是我今天其实根本没有吃早餐，然后我就一直在想，我刚刚那个火腿蛋到底是昨天吃的还是今天吃的？可能是前天。哦，我们现在我们的波西降落到我们的频道，欢迎你的频道，谢谢风谢姐过来看麻薯，看可爱喵喵，看地瓜，我们现在是很可爱的组合，我要迎合2位可爱的来宾，然后变可爱这样子。对，我们没有在访谈，我们在乱聊。对，我们真的是乱聊。我原本想说，我们现在就是跟大家一起讲干话。对，我原本想说，今天我们好消息公布以前，先随性聊聊去年2025年。对，但是聊着聊着，好像又很多支线跑出来，然后我想说算了，没差，这样子也 OK， 这样子也 OK，而且我觉得后来你就是一直忙到最后，就会变成其实好像不看电视或不吃饭也无所谓，因为每天都做一样事情，实在太像了。可是要吃饭还是要吃饭，不看电视没关系，要吃饭要吃嘛，对不对？对啊，就之前听到大家就会说什么，有些人就会觉得我一定要吃饭，就是我现在做完，如果我没有吃到的话，我就一直在想这件事情。真的，确实啊，而且我自己也比较没什么时间去盯3C 的状况下，好像吃饭像对我而言是最治愈的事情了吧？而且大宝老师跟我一样，他在吃饭的时候完全也是不盯3C 的。对，我吃饭不看手机。对，我就好感动哦！我找到我的友军，我的同类了，很难得，像这个时代可以找到那种吃饭不盯手机的人呢。不是我一工作都一直在看这些，我就吃饭或者是休息啊，吃饭就休息啊，人家舔嘛，人家舔。应该我们3个吃饭应该都是也不太看手机的，对吧？就是吃饭时间看手机啊，嘎脆机呢。我是没办法，因为我是单核心，我就连吃饭也没有办法追剧，是因为我就觉得我要吃饭了，然后我追剧的话，我会觉得我会分心，然后可能每咬一口，或者是我会吸这个面条，他讲了什么，我还要再倒回去回放，好累哦，真的。把面倒回去哦。不是啦，我的意思是说影片啦，吸一半要吐出来，然后再看完再深吸哦，好可怕哦。没有啊，就是我不卫生，就是我不是那么灵巧啦，所以我会常跟大宝老师分享说，其实在团队或者是我们这一次在制作专辑的群组里面的大家，我总觉得大家真的都很灵巧很厉害，就感觉我都是最笨的那个。你看哦，其实不管是娘娘、乌星还是大宝老师，他们都是学霸等级的哦。然后我嘞，我在干嘛？没有啦。对，我像退群，你们等我一下，我退群，我不适合在里面。我没有到学霸，怎么变成商业互夸？没有那么夸张啦，拜托。因为你们其实都是比较灵巧，然后脑筋动得很快的这个族群。对啊，其实我就不是，没办法。可以算数。没有，你的算术是动得比别人快，但是就是正不正确这件事情是派系问题。我以前也是一直都觉得数学，我觉得数学是派系问题啊。那你觉得6、7等于多少？6、7有28吧。谢谢。对啊，这有卖你一个面子。好给我面子哦。好，老师，我问你，100减22等于多少？48。太棒了。赞。对，大家的。我说真的，我今天没有给你们通告费，你们不要这样啊！我这样压力好大。问都是48。我这样压力真的好大，我这样是不是要准备一下通告费比较好？对不起，我突然觉得我先买通所有人这样子，球员裁判都是我的人。答案都是48。对，反正不管怎样，就是好48，OK。对啦，所以诸如此类的，就是去年一整年的忙碌，其实想一下，还是会觉得说我是谁，我在哪。其实即使到现在今天的这个状况呢，对。真的，对，真的，而且大宝老师那边也是啊，大宝老师每天都不知道在扛什么。对啊，那个时候还有金 V 奖我觉得金 V 奖也是一个会，就是也不一定是时间压力，但是心理压力会蛮大的。就真的要，对。老师要不要也分享一下你去年度这样一路扛下来，有什么特别想分享的？还是根本就只是想睡觉，好，请你到后面睡觉也可以。其实我比较麻烦的是，有的时候我都不太知道该怎么分享，因为事情没有一天少啊。你看，对，我昨天的话，李佳薇的歌发了，就是那个营养师手游的，然后我先2月初跟各位就是聊一下李佳薇，谁知道吗？应该知道煎熬了。对，没错。然后
然后你看一月的时候我在忙过年，就是过几天的，因为刚好就是红白艺人大赏啊，然后 VR 我们的除夕夜啊，我都有参与的。啊，就一直都在忙。超强的，跨年也有参与啊，我什么都参与，我都不知道，我就很怕看到行事历，我只要记得我今天要干嘛就好，我不敢看明天要干嘛。对，就是我也是，就是想说我都会就是工作来，我3天之内把它做完，因为你如果真的不这么做，然后你去回想你自己现在有多少债的话，就会做不下去。对，确实是这样。对，然后。VR， 我先替打宝老师工商一下，在面前工商，我自己有受邀去现场看录音，非常嗨的哦，是哦，对，要收看，很好看，很不错，对哦，真的，文化总会真的是很认真的做这些，对，活动，文总每年都有。对，就是每年有的，就是还有那个国庆光雕节跟 VR 我们的除夕夜，对，都是他们做的，这样。然后还有元旦的升旗典礼，都是文化总会做的东西，我觉得都可以期待，大家可以收看，而且都是免费的。而且你看我是一个粗人，都跟这些文化人工作，我头很痛啊。老师，你粗人，不要再商业互夸，你讲话我听不懂，我整天就是那些三字经，然后口头禅都不能让小朋友听到的那种对话，在挂在嘴上了。我现在很克制，很限制器，所以我瞳孔放那么大，你看，好可爱哦。叫我自己要慢一点了，不然就3句不离叉叉叉，这个不太好啊。我只记得老师在讲怎么拎爸爸的好可爱。拎爸爸的这已经算是不怎么就不太坏的了。就我没有学坏啦，我只是觉得老师每次讲拎爸爸的就觉得超有感觉。我觉得尽量就是正常一点的哭啊，换一些就不要太偏激的，不然我们这个时段其实很健康，是很健康啦。而且我这样回想起来，对，而且我觉得这样回想起来，其实一切真的都是从卡夹开始嘛。那时候就请草草就是引荐大宝老师嘛。其实那个时候大宝老师的讲话风格，我那时候有时候听不太懂，真的，我那时候其实听不太懂，所以都一堆网络用语嘛，一堆流行语嘛，这不好吧？然后我想说，留有看，我就觉得这个老师好呛，但是又不好意思直接说呛，因为那时候不太熟。然后那时候一直在想说，他这个是想表达是这个意思吧，还是这个意思？对，就很有趣。然后但是就是，你猜啊，对我猜不你做啊，我就跟你讲说，我担心到最后，对，然后只觉得这个音乐老师很呛，可是等到真的要去做的时候，发现说，哇靠，这个效率极高的，好夸张。然后渐渐就是合作下来，又发现说，就是大宝老师常常笑自己是神棍嘛，或者是说讲话就是什么粗人之类的。可是粗人啊，可是我跟你们讲，他心思很像小女孩，心思细腻到很夸张。对，这个反差，我懂做刚做事的人呢。可是你看，你的眼神不会骗人，你的眼睛背叛了你的心。我的眼睛，你的眼睛当然不会骗人了，瞳孔背叛了你的这么大，你看不到我的心思。你也太好 Q 了吧！我绕 Q 不好意思，我想说的是你其实内心就跟瞳孔一样，非常非常的真诚，对，就这样。就这样，伸手不打笑脸人，见底的黑暗啊，确实，对啊，所以就是很多。对啊，所以就是反正一路合作下来，其实会发现说，其实不管吴昕老师还是大宝老师，每天都真的都不知道在忙什么的状况下，因为我自己其实也是不知道怎么去解释说到底在忙什么的状况下，还好就是老师们团队们都可以去同理说这一股忙碌呢，因为我就觉得团队合作起来最担心的是没办法去同理说你的忙到底是在忙什么，对，有没有人指挥啦？我的辅助系的。啊，神棍系吗？然后就说冲啊，猪冲啊，往左一点，往右一点。对，我很需要。吴先不要跑太快，在猪后面就好。是大宝师其实就是因为我是很从直撞，就是说我是脑袋很单纯，你叫我怎么做，我就是直接去做的那种。然后吴昕老师是在旁边辅佐，有很多的一些可能企划什么规划，他可以跟我很多的意见，然后甚至很多的协助。然后大宝老师基本上就决策者。听起来好像我意见很多，笑死。不是，你是军师啦，然后大宝老师他就是一个决策者，他就是告诉我们这个时候怎么做，好就这样做。对，然后吴昕老师说我是补师。那
老师，你这个后勤很重要。我职业奶妈，我这是。这盖嘛是为大家好不好？谋福利啦，我们也有一个新的东西啦，就鬼点子比较多的东西啊，你们真的要留到最后一刻。对，我们要最后一刻再讲哦，还是什么时候讲？我都不知道了。其实我觉得现在聊一聊，搞不好时间是差不多。但是我觉得，总之在公开之前，真的先谢谢吴轩老师，就是非常非常细心的策划这一次好康的东西。对，因为其实很多东西，我常跟我团队大家讲，不管吴昕老师还是大宝老师讲说，因为我真的是非常忙碌的人，策划这些东西，为什么我常常不敢办联动？为什么我常常不敢去做委托？我就连洽谈委托的时间都没有，我就连寄联动信，然后跟 V 鹏鹏寒暄的时间都没有。你太了，你抓到一个要讲2个小时，那当然把时间都用完。哦，对了，除了太之外啊，就是可能有时候连那个编辑，我跟你说，我一个联动，然后是讲完这句话之后2个小时就过了，我的天啊！对，除了我太之外啦，就是有一些邀请的东西，还有 Excel 档的那些收集影片什么之类的那些东西，我是完全抽不出时间的状况下，那么呢，在这些东西可能之前比较没有办法去完成的状况下，但是我们今年很棒的是说，也很谢谢吴昕老师的照顾以及大宝老师的照顾。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公布的这个东西，其实也是连带着，就是我们今年的频道会有更加丰富的一些企划活动哦。耶！我们品仙老师来了，而且他今天生日生日快乐！生日快乐！哈地道马仔嘎抓，波比岛公公波比哦，波比你买苏比买你富贵，品仙老师万事如意，万年富贵，嘿嘿。好吵哦！对，我好吵哦。对，没有，我说我们3个听起来超级吵，延迟在乱的，没有问题，没关系啊。证明这个 DC 是没办法同步唱歌的，要用其他玩具。真的 DC 没办法。对，品仙老师当初就是帮猪猪配唱《囤积》这首歌的老师，谢谢。对啊，对，就是哇，我们这个时间生日是应该是水瓶吗？水瓶的小宝宝。对啊，他应该等一下就去飙车了。哦，为什么要去飙去哪里？他也是爱骑车的好朋友。真的哦，就是生日去飙一下这样子吗？我们那是什么台湾人的？台湾人的。我们不会讲飙啦，我们都会讲去走走啦。去喝咖啡，可以行行然后是过婚的时候，就是去呼吸安全驾驶，对，安全驾驶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 RV 组的、休闲组的，对，很赞哦。对呀，那刚好这是一个去监测速都要等6分钟的那种。你们好懂哦，你们超懂的。而且刚刚品仙老师来到这个时间，我们也其实应该也差不多要公布我们究竟要跟大家讲什么好消息。那其实我也知道说，这1年嘛，大家看到重大告知这4个字都会比你错啊。对，我们不用重大告知啊。今年会先公布一个，但是今年还是会有很多事情，但是大部分的项目不会像去年这么恶劣，就把猪猪直接绑走了，就是会跟大家一起。没有，今年应该是。对，我当初想要做，我今天想要做这个的主要原因也是因为想说回馈大家，对，真的就是单纯回馈，因为之后会有一些活动是邀请一些朋友来玩的，不管是，然后再来就是实质能够让大家有一些互动的东西，然后也是，这个企划等一下变成就是我是股东会主持人的时候，我也希望在这个计划里面，可能短半年吧，可以让大家获得一些新的东西。对啊，如果看顺利，然后大家也喜欢的话，我们就可以每年都来做。对，大概讲好唔好啊？好的问题啦，有平安大赚钱无啦？有啊，好笑。哥爱咱几拜好不好？等下要唱歌是不是？有。我等下的那个重大告知是什么？我们投入明年的选举。太恐怖了！没有，其实我们吴昕要参选了，我们要就是对票投吴昕。乱讲话，靠腰。
靠腰都出来了。好啦，而且在那之前呢，就是虽然大宝是说去年把猪猪绑走，但是我是觉得啦，其实那个真的是圆了我一个很大的梦。好，所以就是与其说绑走，不如说真的是密集的跟团队在制作这张专辑的当下，然后其实大宝是他一直很担心我回不来开台这件事情，其实我也知道挂在心上。我每天都跟他说，哎，你要想办法开台啊，就算是就是那个短的啊，对，开1小时半小时也是可以的啦。对，结果他就他也是真的当核心啊，就真的回不来，真的是已经超到核心。对，我真的超到已经回不来的状况下，然后所以就变成说，我想告诉不然大宝老师还是团队大家，就是去年虽然说消失了一阵子，但是我很谢谢面线愿意等我回来，然后我们的专辑也做出来了，重点是我们2月14号去年发行的这个专辑，也很感谢大家的支持，然后我们这个实体专辑现在也是同步在进行中，对，所以很多的东西，对，就是也期望各位是继续帮我们加持啦，吼。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公布，嘿，老师你说，你刚刚讲2月14要干嘛？但是这个是可以先讲啦，就是就是大家有看到迪卡 PO 社群，现在有参加那个就是飞碟电台的节目，就是2月14下午3点。飞碟电台，我刚刚是讲到2月14未来进行式。我原本是讲说12月24，所以我是嘴巴快到讲成2月14了。我刚12月24那也太晚了吧？我刚是其实要讲12月24，我是不小心讲成2月14，是不是？啊，碰巧了，资讯太多了。2月14是情人节啦。对啦，2月14情人节，也是有东西会公开，不过。那我们是不是现在先来跟大家公布今天要公开什么东西？来吧，可以啊。因为我刚刚看到他娃说，刚刚他娃说什么？不知道为什么喜欢雨珊老师疯疯癫癫的样子，所以那个疯疯癫癫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如果以后真的去选，然后你们来选民服务，然后看到你们，比如说那个什么，就是罚单，好不好？不然开罚单，我就直接把面线电死这样啊！如果是特别是朱棣凯的观众，我就电2次。我跟你们讲，你们喜欢这种疯癫是不是？对，而且吴昕老师不止疯癫，他骂倒之厉害的。你们喜欢骂倒，我跟你讲，一定要票投吴昕，好不好？跟他赚到赚烂。真的，我哪会骂人？我不会，我都是被骂的，真的，你们要相信我。好啦，大家都辛苦了，好不好？谢谢30块斗内。对，感谢我们咖啡馆馆长，咖啡馆现在这边在这里一起直播嘛。我觉得未来会有很多的机会。那么现在跟大家公布的这个好消息，我把这个照片拖进来了。讲讲耶！不好意思，先把大家遮住一下。来，恭喜我们诸事会顺，喜获文化部爸爸。对，语言友善环境以及创作应用与推广补助，谢谢文化部爸爸。你再顺的给我念一遍，你这个卡的要死，你怎么剪精华？你刚刚是乱念吧？对，我乱念，因为我们要就是迎合，就是你在彩排当表演就对了。没错，那起码底下萨鲁西的伊玛斯呢？好了，再一次啦，对不起。好来，就是然后我奏乐好不好？我奏乐，然后其他的事情就啊！你要念啊？你在干嘛？他奏乐已经下了。你要念啊？没有，你先奏乐，你要念，你先奏乐，你先奏乐。好，来1、2、3，诸事会顺，哦耶！喜获文化部语言友善环境及创作应用与推广补助，耶！诸事会顺。真的，完蛋了，这超吵啊！这等一下也剪不了精华，我要笑死。好啦，我觉得这个很临场，很现场，而且这个很棒的好消息呢，我们希望可以回馈于所有的观众，所以吴昕老师帮我们想了一个很大怎么样的友善环境，怎么样的友善？好啦，对，来，我们先把就是好，这个我们现在我要当主持人吗？可以啊，我们请吴昕老师。对，好，那我要稍微来解释一下，就是这是我们安排的企划，好了，反正就是呢，这是一个台语，就台湾微波走，所以反正我们以后也会规划一些有趣的台湾
台语的企划，对，这是未来的频道规划。然后另外一个好不好，回馈给各位米刷雄亲的米家，就是我们现在有一个新的会员阶级，好不好？现在大家手动点各位会员，你点加入里面，就会看到一个文化部单位的那叫什么阶级，对，然后每个月是150块，没错。然后这个150块呢，就是因为我们文化部因为有赞助我们嘛，所以如果你原本是75块的，你升格成150块，那就会得到连续6个月的台湾味的周边好礼啊，是 D 卡跟文化部一起合出的一些台语的小周边，对，然后每个月都会有不一样的内容啊，至多就是6个月。这样子，那如果呢？你平常因为都是有我们频道有非常多人其实是什么已经加到150以上了。比如说我们有300块的，或是有我们的仪式组总裁，有很多500块的朋友啊，你们就不用再加了。对啊，如果你们我们这个就是好不好？就随着你们每个月的那个规划，我们这6个月就是送给原本这些回馈我们这些米虫啊，其他日后有其他的对啦，好，那其他日后以后有什么台语的气味啊，就麻烦大家多多支持，好不好？你们越来看啊，到明年9月有可能会继续有。对，然后这个就是好消息分给大家。YT 会员，没错。那么 YT 会员，没错是 YT 的哦。而且因为基本上我们是想要就是每个月都回馈寄送我们非常非常精美的周边给你们，所以啊，需要大家帮我们填单，这个好重要。对，每个月的话，因为 YT 不会给我们你们的收件资料因为我们就是文化部把它加码你订阅150拿到超过不知道多少钱以上价值的这个小礼哦。对，那么目前这里是这样子的，就是说，反正就像吴先老师刚刚介绍的，就是说你从75升级到我们150块的话，就可以获得可能，如果说你连续加6个月啦，就拿6次嘛，加1个月就是1次，大概以此类推的这个状况下，那目前300的组员，然后咱给力啊，现在仪式组总裁不用再加了因为你们本身就有，只是他打西，你要记得填单的这个部分，就是在经理组员以及我们这个台湾话朱组员的部分，请务必一定每个月要填单。那但是我们的仪式组总裁呢，可以享有朱迪卡帮您填单的这个资格，谢谢。哎呦，对，因为仪式组这边我们平常就会有收件资料，所以我们的话就会自动把这个资料汇入，就是可能我们之后的小精灵他们就会帮我们协助出货。对，没错。我们感谢柚子今天已经吹了起呀，150块，感谢柚子，谢谢。然后我们之后每一次也会不厌其烦跟大家说，我们这次有一个新的会员，对啊，大家可以加入这样子，然后我们每个月，对，目前好不好？给大家看一下3月的那个那叫什么图对，我们已经在制作中了，大家可以看，超美，就是线上的，超美，骰子老师有没有？对，我们现在有一个固定合作的buff， 对。这个月的话，我们就是以春分阵，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3月的时候算塔罗牌会最准，所以我们就用春分阵的那个设计理念去设计的一组那个明信片，对，然后上面就会有一些台语的文字。那现在这个是我们的设计稿，对，然后是以木下的那个画风，还有以木下的设计的理路去做的一张很漂亮、很精美的明信片。大概每个月都会有，就是接下来6个月都会有不一样的东西。那对应的全部都是台湾的一些不管是我们现在还是以前有一些大家比较不知道的节日大家比如说祝生娘娘生啊，或者是对，这个对我们来说，对我们频道有比较特别意义的活动我们当月的周边就会是这些东西，对，大家可以稍微期待一下。没错。等一下我移动一下，我把等一下我自己缩小。然后 Double 老师你也来缩小，这样子大家看得比较清楚，而且才可以看到我们可爱动来动去。然后主要真的是
文化部爸爸帮我们加嘛，就是让我们有更多的资源去推广这些东西之外，然后也感谢吴轩老师，他真是费尽心思在帮猪猪频道想增加一些不管是会员的福利，或者是我们企划内容的一些丰富度，所以真的非常非常感谢，因为这非常伤肝，非常的伤肝。对，不会啊，就我觉得大家玩的开心最重要，然后我们未来也会邀请多一点 V 鹏伙伴，因为我觉得有一些东西也蛮重要的，就是我们所说的邀请更多人来我们的频道讲台语啊，有一些人我们已经逐渐在洽谈中了啊，大家也在期待一类，就是真的可以期待一下，会有不同的人来我们这里一起玩，没错，对，希望这次的计划。今年的计划可以就是在互动上直接给面线更大的优惠，对，然后大家也希望就是看到怎么会有台语的计划，这个东西很无聊，我就不来了，我会很害怕，因为我可能之后应该会特别一直常在这里出现吧。我们有一个计划是固定要跟迪卡合作的，对，我们会在前6个月就来开始想想看，从零开始学习台语是什么样子啊！希望大家也可以一起来支持这样。好哦，OK。然后目前表单没有网络，对哦，我这个是不是要加一下比较好？两位老师觉得嘞？网络 ID 的栏位，就是你要填你自己 YT 的那个。ID 等一下，谢谢长官，谢谢大家，对，也感谢哈基巴桑也吹了 key 啊，哈基巴桑，现在你们的线上那个专员，对我现在快点帮他们改一下不好意思，我快点帮他们改一下。只要多加75块，好不好？觉得大家就可以一起来，就可以拿到我们美美的周边。我现在预计，好不好？我们都已经决定好敲定了，最后1个月，如果你们加到第6个月的话，好不好？我们就会有饭友一个。这个就是我地瓜加码赞助，对我赞助，好不好？大家开心最重要。真的假的？也就是说，连续6个月加进去，就可以获得我们地瓜老师赞助最后1个月。最后1个月的话，就是饭友要给大家。请问是这样加入吗？不是啦，你干嘛？他妈！谢谢你的150块，但是我们年资第一大佬比较皮，不好意思。是这个意思，是这样，但不是这样。对，但是也欢迎用健康的金流彩绘你的推的聊天室，谢谢。谢谢。你要给我1500，那个有个人很皮哦，那个他娃很皮哦，超皮的啊！你们是这样加入的，谢谢啦。因为他娃是我们高阶了，他就在那边皮。对，虽然大家你给错我也是不反对啦。你要给我15000的话，我也是可以啦，直接在直播间里面大跳那个3正5给你，是没有问题。这个棋立下去了这个棋立下去，金老师地瓜大跳了。就做那个地瓜，没有什么关系，对不对？地瓜大跳，反正。对啊，能有多招，能有多招。而且我们刚刚老师把吹了 key 啊，虽然不知道我们YT没跳出来，但谢谢你们的支持，谢谢大家。那填单的那个期限的部分，我也跟大家稍微解释一下。总之呢，目前就是说我们是预计从3月份开始统计，但是今天2月12号我们开始跟大家公布这个很棒的讯息。那我们其实表单就从今天起算了哈，给那里的尊粉嘛所以就是一路上我们可能就一直就是可能统计到3月31就是当月的最后一天，然后我们就是会3月收单3月就会直接收单了。对，那这样子统计下来，基本上没有意外的话啦，就统计完数量，然后统一要寄出去了，应该就是下个月的月初吧，应该是这样吧，吴昕老师。我现在刚刚有人问说，行情马上问说，我先。等一下这个问题日期的东西，我先等再讲。然后我先回答一下，就是我们米传的问题说，请问下地址可以留邮局定下来是一定要实际数字，或是可以提供超商取货的选项？第一个信箱邮局信箱 OK， 就是只要收得到的。收得到，因为我们的体积其实也不是很大，所以邮局信箱应该是可以塞得下的，没有问题。然后超商取货选项这个部分呢，我们应该会跟这次合作的小精灵再去稍微的讨论一下。但是目前的话，我们可能会还是以邮局为主，毕竟就是因为取货的话会有一个问题是，你们有可能会
忘记拿，或者是没有办法送到你们那边，就可能会有一点问题。但是如果大家有这个需求啊，可以先问一下，请问是这样加入的吗？75块，谢谢。然后刚刚有问到就是日期的问题哈，日期的问题就是这样，我们会每个月固定的时间呢去开放给大家填单，有可能是7天，然后也有可能，当然这个时间时段就是由朱迪卡这边制定，好，对，还一个给我定掉后，然后呢，如果说好不好？如果说你是忘记填单的朋友吼，那你还是想要当月的。你想要当月的那个，我们就当你好不好？自由赞助。但是如果你还是想要当月，你只是忘记填，那麻烦帮我们做一件事情哈，就是我们如果私底下在那个，你可以私底下赖我们。也不是赖啊，那叫什么？那叫什么？所以反正就是私讯我们，是对，然后再跟我们写信比较好了。对，你截取你就 email， 然后截取你的证明，说你是有加超过当月的月份的，比如说你第二个月没有拿到，但是其实你的那个阶级已经超过3个月，但是你没有拿到第2个月的，你的截图证明直接寄到我们的电子信箱，我们还是可以帮你安排。但是这个部分呢，当月的运费或者什么之类的，我们就要再跟就是小精灵在那边做讨论。但是我现在也是会尽力的去帮大家想补救方法，但是还是希望好不好？大家当月就当月。当月能够填就赶快填，对，尽可能啊，因为怕小精灵坏掉啦，就会太忙了就宕机了。的确，就什么谁要多填，谁要少填，是。应该说，其实这次我们就是尽其所能的，希望可以让大家就是可以回馈的，就是尽量回馈。那所以说一定，但是我知道大家都忙，所以一定可能忘记填了，或者甚至自己加了几个月的人都不知道，然后可能2-3个月再回来跟我讲说，哦，我2-3个月都有加，但是我没填，这怎么办？这些状况一定都会发生。对，那我们其实也是尽其所能在讨论说我们可以回馈的还是尽量放到你手上。对，那至于这部分可能运费什么之类的，到最后我觉得应该我们还是会希望可以放到你手上的状况下，运费可能还是我们这边自行吸收还是怎么样嘛？对，我们这里会吸收，但是还是希望大家可以就是可能配合，或者是跟我们说，对，就如果你需要就是2-3个月一起订单，然后跟我们就是需要一起寄的话，就可以先跟我们讲。对，就是我如果是我自己来的话，我大概就是很弹性，但是毕竟我们现在这个业务呢，可能会包给其他人去做，对其他我们的合作伙伴，对，其他的我们的可爱的小精灵这样子。是的，那有时候我们会不太确定，如果不是我自己经手的话，我就会怕这个东西可能会有出差错，这样子。对，大概把小精灵玩坏。我们的柚子，我就叫柚子来当小精灵。柚子真的是我们的小精灵他是我们的摆摊小精灵。柚子他自己预告自己想被玩坏，我的天这什么意思啊？柚子今年的 FFK 加高盛哦。我跟你讲，我前年就是让他在 FFK 很无助，对，于是我们的 DLB 的这个环保餐具就出来了嘛。OK， 我今年看一下怎么玩它更无助，好不好？什么意思呀？对，而且我们谢谢巴巴熊，请问是加的，不是巴巴熊，我们福利熊，我们这个送暖大佬，你已经那个年资冲到一个突破天际了哈。这由朱迪卡帮你服务就对了。如果哪一天你们大佬没有收到，绝对是朱迪卡烹掉，没有帮你们填，但是这个状况基本上不会发生，好吗？尽量啦。我们现在就会有一个挑战，是之后可能会有一些计划会固定挑战，能不能尽量说台语，就是我们会加油。然后再来，我尽量啦，我好多啊，我原本要想，我刚刚原本要想要讲什么，结果科技过门记忆，我就忘记不知道要提醒大家什么了，有点忘记，那就让我再想一下。老师，你那么尴尬，你怎么没有感觉了？好好笑哦，对，好啦，那也没关系，等下就会想起来了，总是会想起来的，好不好？对，而且我们左上角，我们大燃烧玄教先生是这样加入的吗？是也不是。是这样，但不是这样，就是对啦，就
就很调皮，对，反正就是基本上我们这个150块，奇门遁甲各种要破你防啊。对，没关系，主体卡 hold 得住，反正我这4年是怎么过来的，你们都知道，对。今年 FFK 好像有人流出那个他们申请场地的时间，好像8月13那一周，真的吗？真的假？好像我昨天好像瞄到，就因为你申请场地要先登记啊，昨天好像有人贴截图。可是 FFK 不是通常都在年底吗？不晓得啊，还是今年的台北的 FF， 哇塞！你在睡觉前瞄到了，哇塞，这不重要，这不重要。啦，重点是150块。对，大家我你翻倍价值。没错，来，我们等一下哦。然后我们这个骰子老师哈，这次是委托我们骰子老师把这个木下风格帮我们画的，真是超级漂亮。3月要抽卡，抽到高级香菜包啊，有这种东西吗？上面的不就是吗？超级香菜包。我刚刚到底要讲什么啊？什么意思？你还在飘？没有，我现在 OBS 有点混乱。好啦，我知道啦。好啦，那总之呢，基本上今天要跟大家公布的其实就是这个好消息，然后我们尽可能就是在6个月以内，就是尽可能的回馈于大家。对，那现在就是从今天算起，如果已经有加入我们150块的朋友，或者是说你已经在150块以上的这些会籍的话，重点就是记得填单啦，记得填单，这个真的是很重要，好不好？对，因为虽然说我们每个月都会发文哦，所以你们每个月都要回来填。没错，真的，没错，这个很重要，嘿，所以大概是这样子。而且这次吴谦老师也帮我们把这个图做的超级好看的我再放出来一下吼。有没有？对啊，这叫做我这个叫做过门记忆，就是我刚刚讲到一半，我会忘记自己要讲什么，而且我超常会发生这种事情。其实然后大家都是，我自己也是，我想说，然后我就会开始走来走去，我一天可能有花2/3的时间都是在想我到底要干嘛。超级好笑。这我，尤其是我现在新家很大，我就一直在家里走，然后娘就会说你到底在干嘛？哦，好想去玩哦。我在家里走来走去这样子。对啊，反正老师也就是你在干嘛？对啊，新家的部分我们什么时候有机会过去玩一下？我不知道，但是我3月会先下高雄找迪卡玩啊。对，接下来我们有好多活动，有什么东西可以公开，有什么东西不能公开的。3月那个其实也可以公开啊，那个就是 YouTube 的 Creator 的就 YouTube 的创作者聚会啦，加演唱会这样子，加演唱会而已。好哦，我去白嫖他们的那个房间跟旅费。对，而且其实我跟大家讲，好，你说吴谦老师，你先说。先讲，没有，我刚刚原本只是想要回咖啡广场说这叫初老，没有，我从出生就这个样子。咖啡广场是我朋友呢。真的假的？这个不是，对啊，这个不是初老，这个是我出生就这个样子。可是吴谦老师是我们里面最年轻的，固有技能哦，出生到现在都这样。对，我可以很自信的跟你说，我的能力就是不怎么样。不是，超级好笑。等一下，你们到底在讲什么？等一下，没关系。没有，他就说我过门记忆啊，就过门记忆这件事情是初老症状，我就说这不是初老，我出生就这个样子。这样。所以吴谦，你原来初老的意思是出生就好，出生就好，那个就是人造人嘛。对。从培养皿出来就是28岁、可是你在我们这边不配说老，你一点都不老，气死我了。我心智年龄6岁，迪卡5岁。塔罗牌老师就会说你拥有一个老灵魂。好了，的确是老灵魂对，咖啡馆长是老师的朋友吗？真的朋友？咖啡馆长先生你好。对啊，就也会有人说你要用记事本记事，最怕空气突然安静。对，没错。我跟你讲，记事本记事这件事情就会发生一个问题，就是你到最后会不知道记事本在哪里。因为我也是发生过这种事情很多次的。就是我就觉得哇，这个东西好重要，我一定要把它收起来。然后结果到最后收起来之后，第一个找不到的就是我自己。所以我都直接放在桌上不要去动它。就是对，会找，但是就是想说就放在同一个地方。对。对啊，就到最后就
那就会变成其实也没有那么重要，就也不用特别记起来，就因为你到最后也还是一样，就是对。身为这个J 人，我表示全部的功能跟这些服务跟这些就是能够做的事情，我们都做过了，共同行事历啊，然后共同工作的这些群组啊什么，我全部都用过。跟你讲没有用，真的，你事情多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你根本就不敢看。我现在在瞄一眼我公司行事历好了，好可怕哦，真的。到最后就会变成你的关起来，马上关起来，不敢看，满江红。对。而且因为特别啊，像是这一些文化部的补助，我也真的是接触了大宝老师跟吴昕老师，我才知道说，天哪，原来补助琳琅满目哎！我其实到现在我还是有点懵，就是说这个补助我们获得了，但是原来还有很多补助是类似的东西，我们或许有机会去申请叭叭叭叭的这些，真的好多，天哪！我像整个脑袋转圈圈。这真的还是要感谢文化部啊跟影视局啊，就是他们真的，对，我们是认真的在做这些，我们会把事情做好啊。你说真的，其他有一些人他就补助蟑螂或什么的，那我们不管，但是我们真的是有得到他们的帮助，让他省了很多。这个就是一种投资嘛，对不对？对，没有错。真的耶，感谢，对，而且感谢，所以我们要爱国，我们要爱台湾，在哪？为什么突然提到这个？那除了爱台湾之外，我们要爱我们的台语传奇。好，吴昕你继续说，我讲完了。对，没有，就我觉得是应该是说文化部这个议题最近也常来，就是大家在讨论这件事情。但是我觉得真的很重要的是，目前这些补助或者是这个方向，既然是低卡，我们想要先去尝试这件事情的时候，就很多时候是第一个最好沟通的，一定是我们我们自己这一块土地，你先要先去。可恶，我突然变得好不疯癫哦，那这样大家就会不喜欢我，我快要被逐出这个圣地了。你有话好好讲，你给我好好讲完。对，就是我们第一个要去开辟一条新的道路。当你要把自己的这一块土地的文化带出去的时候，你最需要去沟通的就同样是这一块土地。对，所以第一个去跟文化部讨论这件事情，它其实是其实我觉得是一个我们的文化市场真的有在进步的一个现象。就以前我们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可能周边不是有那么多的资源。当然，我也不是说现在一定有这么多的资源，现在的资源可能仍然跟其他的在世界上其他的国家相比，它仍然没有那么多，但是它是一个好的方向，就是我们现在能够去跟整个国家去沟通这件事情，就代表说我们现在这个社会环境是有希望的，这样子。大概我觉得大概是这样子的感觉，所以也希望就是大家可以开辟这一条道路，就是这条道路是同场的，就是你们用每一个选择，不管是你们去支持低卡也好，然后支持低卡，文化部看到了，文化部就会自然的也回馈大家。这是一条，如果这是一条顺畅的道路的话，那我们台湾的文化就会发展的更好。哇，我现在好像在替文化部开记者会啊，是什么意思？根本就没有跟我说。你想哭我了，我想哭我了，有没有需要卫生纸？请拿出我们出地卡的专用卫生纸。谁可以第一张给我？你们下面有一块是白色的，你可以直接在上面哭。那个是刚有人说那是你的肥肉，超级好笑。话说你怎么可以这样讲？好过分哦！这个眼泪会发霉。好了，谁叫我是猪，我就猪嘛，眼泪是猪怎样？他好像大姐说那是你的超级大肚子，我就想说，哇，怎么可以这么不会讲话？对，这个大姐就是我们高雄的子民，可恶，气死我！是不是？而且好像应该没差，会不会安慰人啊？这只猪在哭
对啊，很谢谢大家，就是同样加入了台湾话组组员，谢谢啦，我们不合马吹洛基啊，谢谢谢谢。其实我在思考这件事情的时候，也跟大宝老师还有迪卡有做一个很详细的讨论。那包括这次我们4周年的新衣装，其实也是文化部的爸爸他们全额赞助。对，我就是跟他们讨论一些企划，然后可以做，我们就尽量去做这样子。什么时候又有新衣装了？耶！对，真的很感谢。假装第一次听到，耶！这大家应该都会知道，还有什么羽生动算，不用动算了。我觉得是这样啦，就是我自己很喜欢这个国家，然后我也愿意继续在这里跟大家一起同乐。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我喜欢这个国家的社会风气，我喜欢就是这件事情，就我们可以就在这个社会上，在这个世界有这么多的国家，我们可以跟所谓的现在大家都会说是官。我们可以跟这些官去讨论，然后我们想要去做什么。有一天我们变成了这个国家的主人，然后他们变成是我们的公仆。我很喜欢，就是现在台湾的社会风气，所以我也希望大家可以哇，你超级支持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就我也希望大家就是可以永远在这个在这个社会环境，然后继续的快快乐乐的，然后让大家喜欢的东西能够继续存活下去，不管是这个频道，还是我们喜欢的台语，或者我们真的喜欢的这些文化，对这些事情对我来说是重要的，所以我才想说，今天我是不是可以写一个企划去跟文化部争取？那也很荣幸能够有这个机会。对。那接下来其实真的有一些很好玩的东西，因为我们也是一个一个 VTuber， 我们去跟他们聊，然后看他们要不要一起来玩。大家对于这件事情也觉得蛮好玩的，对，所以之后大家可以再稍微期待一下。我就是不要觉得我们好像被臭了。我们已经有成绩了，不是拿了，然后我们已经有成绩了。没有，因为我一直很女生吃香菜，我一直他们就一直因为对他们就一直觉得迪卡在不是我我很真心诚意的在听吴昕老师在讲述这一段你们尊重尊重呢，我知道对啊，而且我为什么这么感性，是因为就是我觉得我自己运气很好，我现在遇到了很愿意帮助。你不能哭好啦，不要现在哭啦，你做完再哭，再做完再哭。你让我哭我等一下，我觉得等一下要去吃玉米。我在讲什么？什么？我店吃完才要去吃玉米。我店龟有玉米很好吃，最近玉米点心就很香嘛，就修你是买甜玉米还是普通的水果玉米吗？主也就很假呀，不然你喜欢公料了。喂，我要插嘴。不是因为其实我自己在经营台湾文化，我知道，我写考啦，我现在写考。对啊，他真正写考，被考都没法赛啊。因为我知道我自己在经营台湾文化，这个真的是很小众，对。但是就像刚刚吴昕老师或者是大宝老师所坚持的那些东西。就是因为我生在台湾，我没有办法去想象说，我今天如果不经营台湾的东西了，我其实反而不知道我该做什么了。那因为这样子，其实我们家的观众也一直知道我的状况，但是他们却又愿意很投入，就是不管是金流还是说各方面活动的支持，其实我都知道，就是在线上很爱欺负我。可是其实他们私底下真的很挺我，对，因为像这些这么小众的东西要被看到，其实真的要花很大很大的时间，所以我很开心我可以在做卡甲的时候遇到大波老师，他真的是无条件的就是挺这只猪，真的就是扛在身上之外，那我们确定要做专辑之后，我快点再联系我们吴昕也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相挺，他就是完全也是忙到一个不知道自己在干嘛的状况下，他也很愿意过来，而且因为好啦，因为我知道超大，因为重点是我是一个很没有时间的人，我真的没有时间哦，我不知道怎么去讲述我的时间，我的时间都不见了，我天哪，时间都去哪儿？这是什么意思？我现在除了笑，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所以我只想让你们知道说，就是因为有很多东西要洽谈的，我没有时间去弄的，你们现在都帮我 hold 住。其实我一直都觉得很感谢，也很抱歉，就是我就是时间就是这么少的一只猪。不用抱歉啊，有什么好抱歉？
可是这些东西都是我们自愿帮你的，我知道，也不是帮啊，这就是互相啊，对不对？我知道啦啊，所以就是变成说，就我自己会觉得，现在就是渐渐的，我们在这4周年，就是观众也都还是继续在这边继续听我，然后还有就是你们也所知道的这些新衣装或者是建模或者是我们专辑，就是一大笔金牛，一瞬间就啪的就没了，所以对啊，还有3D 那个对，微博，所以其实在还有吃饭很贵，对，没错，很贵，吃饭好贵，现在物价很高，啊这边煮币就丢席就水，当给背了，很好吃。对啊，然后而且我自己是觉得这样，就很多人都会觉得是不是我们就是一个 VTuber 今天3D 化了，然后 showcase 出专辑了，然后这些东西就是终止，就是一个频道它走到最尽头，大概就差不多是这样。但是我觉得大家期待的东西其实是可以更多的，就是以我现在的眼光来看，我们可以知道我们能够做到的东西到什么样的程度，我觉得我们都是还可以再尝试的。那我也希望，就我是真心的很希望这个频道可以越来越好，然后我也有信心，我觉得迪卡，我相信大家在这里其实都有信心，是迪卡可以做到更多的事情。对，然后如果只要这一条道路是畅通的，然后我们每年都可以就是做出更多不一样很好玩的事情。我觉得就是这是一个听起来有点光冕台皇，冠冕堂皇，光冕。然后我刚才原本在讲一个我觉得很棒的结尾，结果我直接嘴瓢，我的天哪！我的眼泪不见了，谢谢。我今天。没关系，我们今天就是我隐退辞职的毕业，你要参选了，我知道，今年底靠你了。你要换身份了，好的，你要换身份了。靠腰，我完全不知道我刚刚在讲什么，反正就有点。你刚刚就证件发表会，你要参选了，对，就这样子。我的意思是说，就是让大家到最后可以对未来有一些期待的东西，对，让这件事情就我们可以一起去想想看，我们明年还有什么东西可以做啊？我觉得就蛮开心的。对，大家可以稍微就是大家看到朱迪卡的时候，都会期待他未来想要做什么。这件事情是我想要去帮他们看到朱迪卡就只想要欺负啦。对，就或是跟你打格斗被你揍这样子。下次要再打一下吗？老师，吴昕老师要不要被我那个实质固定？还打？我为什么还要？我还要？为什么？我还要？那不够才几秒钟而已。我去帮他搞地瓜3D 好了。3D 地瓜。哪有人先在这边说什么？我真的很感谢你，然后下一秒就把你打在实质固定。对，只是我知道选市长的动算。那我先问大家一下，我不知道大家对于这件事情的想法是什么，好不好？你们是觉得市长好不好？如果是你真的要参选，我没有要选，不是，我只是想要去问大家对于市长的想法，就是应该是说，如果朱迪卡要选的话，你们觉得哪一个市长最有效？最适合他选？高雄市长。等一下，为什么是我？我怎么看都不像是可以选的。我这么文弱，不是啊？怎么看都是大宝这个无心去选吧？为什么市长为什么为什么市长需要很强壮？就是他们又不是我是会给对方实质固定的，我可以的。用打的。很感谢，然后一拳猫下去，什么意思？对，就是要怎么说？就是因为我去年的 V Stage 演唱会真的有揍他们呐，我真的就是我们教练帮我练的，就是稳扎稳打的勾拳、上勾拳、直拳，对我真的揍了，我揍下去了，我好爽，真的。是吗？我知道。那如果说现在，应该怎么说？就是如果说什么？应该说，如果那个什么，如果大家没有填那这样我们就不能说，如果你表单晚填啊。刚刚有一个那个宅玩啊，就是收人，他有加入猪仔专员，我们好像还没感谢，就感谢你加入猪仔专员，但你可以现在考虑一下，好不好？每个月多加75块，你就可以就是拿到可爱的
可爱的就是小周边。然后接下来如果你就是6个月过去啊，你想要再回到好不好75块，这也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觉得真的好不好，超级野猴，我真的不骗人，真的就是真的很推荐你们家，没错没错，因为我们这个东西大家一起来，没错，对，大家一起来同乐也不错，没错，对啊。而且我刚刚其实会有这么多感触，也是因为就是说。真的有感受到，就是我在经营这条路，你们真的都是我满满的后盾啊！因为就是其实，在信义庄的时候，然后其实也知道说，真的是大笔的这个钱支出的状况。那当下其实我们以经营这个频道来讲的话，我又是个人事，一定会思考说啊，是不是我们就是朝募资或者是募款的方向？但是我们一直在思考说啊，我们专辑或者是3D showcase 其实都已经算是一大笔让观众费尽心思了。那我一直在想说，是不是有什么办法，就是可以尽可能的，就是不要让观众这么大的压力，但是可能还是有机会可以有更多的展现的方法。结果这个时候，对，就是有这个文化部的这条路，也谢谢吴先跟大宝老师让我知道说，原来我的频道其实还蛮适合走这方面的。对，可是其实当下也一直不晓得说我们到底有没有机会去过的状况下，那吴昕老师也是很努力的帮我们撰写这个企划书。然后其实钱的部分一定也是必须要不断的先支出的这个状况下，我才说我很感谢我家观众愿意就是可能不管是相爱相杀的形式，或者是尾牙的形式，来就是让我们这个金流，让猪猪有这个金钱的后盾，甚至是吴昕老师跟大宝老师也一直都跟我讲说没有关系，就是钱的部分其实大家可以再讨论，反正他们一直都是成为我的后盾最大的一个后盾，就是我现在有3吨我家面线吴昕老师跟大宝老师我觉得我很强大，我觉得我心情非常的富足，你知道吗？所以我刚刚其实就一股脑的就觉得很感谢，已经满出来了，对，然后满出来的状况下，感谢早晚哦，吹了起啊，刚想哦，谢谢大家，就是我应该也是很感谢大家，就讲一句老话啦，就现在大家都常会讲，叫做你每一次的消费就是在做选择，就是你们就是很明确坚定的跟大家说，我想要选择的是这一条路，然后你们也愿意相信这件事情，对，那既然就是你们对我们有这么有信心，那我们当然也不能辜负你的信心。就是其实做事情，对我来说做事情就是要这样，对，就是你们有这个心意，那我们就要好，我可以的话，我们就好尽我自己的所能，然后去回应自己的心意啊，我所不能的就尽我所不能，好不好？就是敬重的敬。对，3吨那是有点重，对，我刚刚想到也是那个3吨，就我现在有3吨，哇，那你也是吃很多对，是。还有柚子基本上有在骑车啊，他的基本上核心也蛮稳固的。没有，3吨是你刚刚自己讲的，我刚刚听到就也是3吨不是啊，我说后盾的盾啦，在那边给我乱改词。因为上次猪猪的马步扎稳，然后运用整个腰部旋转的力量，再来一个完美的右勾拳，那天差点飞出对，不是他我记得我没有揍你揍这么重力啊，我记得是马克先生飞出去，不是你飞出去。然后我刚刚原本想说，我原本就是因为我的那个平常在当社畜，然后还有平常就跟别人沟通，我知道为什么大家都会说我很会骂人，因为如果就是什么东西晚交，我的口头禅是我要痛扁你，然后我突然发现在这里讲说你的表单如果写晚了，我要痛扁你，然后你们就会全部人都晚交导弹，我就突然发现好像不行。不会，你就是痛扁他们，你就是要话要讲出去，他们才啊，不行，不能晚交，对，哦，不行，不能给他们福利，对，你是说你要是没交，我就不痛扁你，这样才对。然后就如果你晚交一天，应该说如果你晚交一天的话，就是朱迪卡就会痛扁地瓜一拳，大概就会变这样啊。我做不下去了，可以不要吗？超级好笑！你们2位都是我贵人，可以不要这样子吗？我跟你们跪比较快啦，我跟你们跪可以吗？这种突然变成一种莫名其妙的情绪勒索，就说你们再不交，我就要打他了啊！不要啊！有没有在那边唱奇怪的唱双簧？好像还不错，然后现在已经对，就怎么可以这样？不要啊！无所不用其极的就哄大家会简单奇怪的东西。对啊，好了，小天感谢我们小天也加入了我们台湾话猪组员，谢谢你们。对，就是欢迎大家在今天我们公开之后陆续加入。对，台湾话的主管，就讲一下，祝贺大家新年诸事会顺，大赚钱。
对，大家平安都要赚钱哈。对，而且我现在看到我的后台，咱阿崔，我们的高阶会员，咱阿崔哥吹了起啊，他直接又续我们的对，直接又续我们的1整年的高阶会员了，谢谢阿崔。刚有发现他有在聊天室，谢谢，你看就是诸如此类健康的金流，谢谢你们。我是觉得大家是这样啊，就是我还是其实很希望大家能够拿到那个就是拿到奖品就尽量拿，所以你们突然丢那大笔，我有点吓到。就是你们可以，我们这里要先讲，我刚刚终于想到我要讲什么了。哦，好，我们今天想到你这个会员三正五对，这个会员正定不算哦，就是你们不能就是。正定的话，你1个月过去了，它就过去了，所以正定不算。所以，但是你们可以就是可能帮好朋友加，那好朋友加的话，我们就可以给你们可以给你们2组，那都没有关系。我还是很希望就是大家投钱，就是真的可以拿一点东西，无价购物利啦，就是这样子。对，大家来这里坐一坐，拿一点东西走，对，就有点像是你去你们走到路边有人发面子，你起码也要拿一下，这样子你们就是上厕所的时候就不会有什么。你为什么老师都可以举出一些很竞选的例子啊？超竞选的，150块以上的就都有。含高阶，这样我是请喝水，好哦，请喝水，好，对啦，有啦，150以上都有。那基本上高阶会员朱迪卡就是帮您填单啦，您就不用特别的填单。哪一天你没收到，就是我崩掉了，对不起，我跟你下跪。对，就是对你现在就已经跪在柜上了。对我现在跪在那边了。对，年糕就是一种跪啊。哇，有够趣味的台文笑开，来，我给你拍婆一个。谢谢，好有趣哦。对，不过150块基本上是没办法送，所以可能就是也是靠大家有兴趣的话，你就尽可能加上去。对，刚刚柚子已经说了，就是抢朋友的手机来直接给他刷。没错，好，不愧是我们总经理。所以我就想说。就因为我那时候就想说怕人那种，你知道吗？我们这个频道不缺霸总啊！一进来就哇，什么东西哇有会员，然后他就突然送100个出来，然后说我怎么没有领到？我怎么还是领到1组？我怎么没有领到100个这样子？然后就想说不，就是我们正定不算哈，就是大家还是要对，因为正定的话我就没有办法知道到底是谁收到啊，对啊，没错，那这样我也没有办法送，所以我就很希望这个东西是真的可以亲自交到你们的手上。没错。那么绿界的部分当然也是算的哦，也就是说对，不管你什么时候续，还是说现在想续，或者去年不知道什么时候加进来，现在还在会员期间内的，当然算啊！你各位尊爵不凡的各位，反正不管是绿界还是 YT， 有朱迪卡帮你们尊爵不凡的填单，就是这样，没有错。就是以前有加到300以上的这些会员呢，我们也都会就是全部都会给大家填，然后大家就再请帮我们注意一下，就是 FB 的贴文，对 FB 的贴文，或者是我们也会直接分享在如果朱迪卡这边方便的话，就是有贴文的时候就帮我们一个链接，就放到你们 Discord 里面。OK， 那大家一定要没问题。对。而且基本上，因为我们家观众很多人其实都来去都很忙，所以我的习惯是可能每次配信就一直讲到月底。对，然后月底要收单之前继续讲，反正每次就一直讲就对了。反正这6个月可能会听我不厌其烦一直讲，就这样。对，我们就是会一直在跟大家就是抖内这件事情啊。如果你已经加了啊，你觉得很烦，那你自己要改进，就你们自己要改进。那不是我的问题，好喜欢了。要是你们觉得有问题，那你们要改进这样子。对。你们要改进，不要期待我会改。是，对我新的一年，对新的一年，感谢我自己，然后我讨厌的我不会感谢我讨厌的人，因为我觉得都是我的功劳，我可以忍受他们。对，我每次都会这样讲。好爽哦！对啊，何必去烦恼那些东西呢？对，感谢自己就对了，这样子。对啊，而且就像大宝老师讲的，这个活动对促进迪卡的，就是 YT 的会员数尽量多订阅，也谢谢就是就吴昕老师替猪猪想的这个方案，因为其实你们每次在帮我规划这些东西的时候，我尽量都就拍谁，我其实都一直觉得很不好意思，就干嘛？有什么不好意思的？不好意思。
你要吃鲍鱼哦？哇，鲍鱼很贵。我最喜欢吃的就是那个带包沙拉，超赞。哦，那个好吃哎，那个板的，高雄的板的都无味猪耳甲哎，那很好吃。对啊，我真的吃板豆，体验到这个每人拿一桶冰淇淋，爽哦！大高雄是灭国的方式，之前真的没有，对，这一次，哎呦。创盛尾牙，哎呦，要求我真的是，我觉得台北跟进了，很棒，很棒，好不好？好嗨哦！对，很棒，很棒。对，你们觉得很烦，请忍耐。对，吴欣老师，请自行改进。对啊，就是能内耗别人，不要内耗自己啊！就是大家要学起来，好不好？哇！我们的董事要说，就我们真的做音乐董事有话要说，大家有听到他的那个吗？就是长官我们龙哥本体正在发言。那请问龙哥有何高见？龙哥要加入吗？龙哥也想收到。不知道他在干嘛，他表示他睡醒了就走过来讲话。而且老师你的形象就是龙哥本体对吧？没错。可爱哦，尚未出道连3D 都有。对，没错，就很可爱的一只猫猫。对，他其实是我们真正的老板，就是他每次晚上都起来，然后用大宝老师的那个就是 Discord 来问我说，就是你那企划有没有写好啊？然后有没有那个？其实我们3个人的老板是龙哥啊。对啊，其实都龙哥跟我们接洽。为什么全家的老板都是他？龙哥，我们为什么要加歌？对，大家已经知道我们这个团队的秘辛了。对，没错，不好意思。对。那娘娘呢？娘娘是我们的，好多老板哦。娘娘就在后面保。娘娘是龙哥的老板。老板的老板。CEO。对，他是我是底边工作，底边打工人啊。不是，我们这个我才是隐性总监，叫你工读生出来啊，我就是我了。轮船骂人的，我工读生本人。好啦，每次就是商业互捧部分，对，就是这些大佬级的都喜欢商业互捧啦。明明自己做的事情最多那种都会很谦虚，然后都很喜欢就是没有做什么事情，对，他事情都他在做这样子。然后大宝老师就这样，吴欣老师也是其中一个，好不好？我们要少说话，多做事啊！真的，我是觉得真的这个世代真的是，就是你有事情就快做，不要讲话，快做就对了。不说也不行啊！你看我们专辑啊，说真的，大家支持，然后其实现在成绩也都有，然后我们也现在是 international 猪了，对不对？对呀，我给你们看一下 ，Tube Out 讲台语，然后又得了这个。对不对？那个全球音乐大奖的，我真的也是百感交集。我真的在去不知道留下那个台语的那个回放，我真的对。我们一定这个毛毛老师来了，毛毛老师いらっしゃい。毛毛老师他边看牙边听，然后感谢他的这个75C 8Beats 版本，超可爱。老师啊，你今天就搞老师真的很厉害。我们毛毛老师就是我们咖家的爸爸哦，就咖家有很多妈妈爸爸啦，就是不管是作词作曲，然后编词啊、编曲啊什么都非常非常的感谢。对，而且我们的咖家除了就是走过了走中，然后我们还上了就是我们去包的舞台嘛，对不对？然后最近其实很开心，因为从去包才知道猪猪的大家，我真的很感谢，因为我平常真的比较没有时间开台，对，对呀，所以就是很谢谢这一次可能公视爸爸签的这个缘分，然后还有卡甲这么棒的一首歌，可以带给很多很多，不管是日本的朋友，或者是还不晓得猪猪的朋友们，愿意过来订阅支持的，以及我们的这张专辑，来老师隆重介绍，这就是啥会。这个就是全球音乐奖，我们得奖的项目就是台湾流行音乐的专辑奖，然后跟制作还有制作人奖，对，所以我们参与各个制作的每一个捧们，还有各位大神们都是一起这个共享这个殊荣啊，银奖，没错，银奖。没错，真的，所以我现在才第一次比较大的看到这个图啦。其实我之前都没有看，我跟你一样平常心，我都没有放大来看过。老师你也这么平常心吗？你看我多么平常心，我一点情绪价值都没给你当天。没事，
完全忘记有这件事情，还有其他东西要忙啊，就先略过。这个到底是什么？对，真的太忙了。而且那天其实也是在跟吴昕老师在瞧企划，就是我们要企划，可能一些有的没的，我还就是略过了，就是我们得奖的那封信，然后还跟吴昕老师回一些什么啊，我们接下来这个企划，我觉得怎么样怎么样，大宝老师你觉得如何？怎样？完全略过，简直是太棒了！对，太棒了！那现在就是得奖这件事情，搞不好第一卡好不好就意料之内，然后就进行下一个这样。没有啦，我真的没有这么灵巧啦，我真的就是好，真的就是砰！对不起，我真的就是砰，我承认。我真的就是你们群组里面最砰的，我想退群。我们多带迪卡到一些不同的地方，你看他们走中奖，然后接下来3月还会去那个就 YouTube 的创作者聚会，然后反正对啊，他都还去日本去参加 TubeOut 了，对不对？然后还有什么？我们还可以再去哪里？我们再看看。我们希望今年我们那个金曲的红毯带猪猪去走一下，老师带我飞。这我们努力啦，就等他，反正他报名是成功了。反正我现在每次信箱看到文化部或是这些那个这些单位，我就很 PTSD， 我就到底是干嘛？好可怕啊这样。然后有的时候对啊，说已经报名成功，好，报名成功他也会跟你讲报名成功了，不然的话，我每次看到都说我是不是又漏东西又崩了，我是又被骂了这样。确实啊，我是不是又少见了？我就看到那些科员跟我们公司行政还有会计一样，我看到他们都非常很害怕。真的，而且我觉得很好笑的是，因为我对于这些奖项我都不熟悉，要怎么报名要干嘛，我只知道说我要做好的事情是干嘛，顾好自己的声线，唱好我的歌，把我的身体顾好，然后健身。然后好好的研究更多的唱法，我觉得这是我可以做的。然后可以的话，再多陪大家开台嘛。对，我觉得身为主播，光是做这些其实就忙不过来的状况下，我根本就不晓得有什么奖可以去投。然后每次都是啊，像去年的那个走中，也是真的是最后一天报名的时候，然后大宝老师突然密我，猪猪投一下，我说这是什么？走中奖啊，投一下。我说我可以投吗？我是 VTuber 可以投，可以啦，投啊，可以啦，投都投啊。老师你要投哪一个啊？你就投那个这个什么那个什么好听音乐啊，还有那个什么都可以投看看。因为我自己很爱吃东西做东西，所以我其实还有投另外一个什么以食为天奖。对，但是那个就被打趴了，没办法，因为其他参赛者太厉害。但是我们这个好听音乐奖，我就是办完之后，我那天就在忙，不知道又在忙什么，反正就是洗澡干嘛，洗碗，然后晾衣服，一堆家事要做的状况下，老师说好，快报，最后一天了。我说报，真的报，可以啦，报好报哦，好报完之后。关上视窗，有报有机会。对啊，马上忘了这件事情。你是如果要去洗澡的话，你就是会入围，是不是？就是你好像每次都是在洗澡的时候，然后就入围做一些事情。你们家的水是蛮强的，我都抓那个时间来叫你做事啊。可以遇水则发嘛，谢谢你们都知道哈。就是接一下你家的水。可以，现在来我家洗澡，开放来我家洗澡，一次10块就好不好？对啊，就洗完之后再去对发，遇水则发啊，就很好笑。这些奖项都不知道是什么，但是就是报了之后完全又忘了。然后等到就是可能走中入围的那一天，然后大宝老师又 send 过来说，入围了。然后那个时候是跟金咪奖紧邻的一些时间，我就说金咪有这么快公布吗？我怎么记得不是这个时候公布？然后大宝老师说不是啦，11月走中啊。我说走中入围了。很多，然后这次走中奖的部分，然后我们就入围了，很开心嘛。然后在思考说怎么走，然后就快点跟大宝老师跟吴昕老师讨论一下要怎么走的状况下，我就很庄严的出现在我们的走中奖红毯上面了。对，然后对啊，然后啪的，然后这一次可能像这个全球的什么音乐奖，我当然也更加不知道怎么报名啊。对啊，然后也是大宝老师说反正就是报咯，就我报咯，就好报哦。对，然后过几天，这个真的很快，这很像过一阵子，马上就收到了得奖通知。对，我看周边就是在加码，就是你们家的自来水这样子，就是那个6个周边，好不好？加起来是，就是每个月是150，然后你们如果真的要就是米卡家水管的水，就是那个59900，59900，滴水不漏，能量水，滴水不漏。那我觉得我不能这么敛财，我是不是要可能那我们就稍微聘请一下我们5000老师来加持一下，我觉得这样比较正确。对，这样才政治正确嘛？你们觉得呢？不要太敛财，对，慢慢的
满满的就是神棍感，好不好？我们就送那个开运能量水。是哦，这个让我们大宝师去宣传比较有那个力哈，比较有风格这样。你们就是洗一洗之后去签那个威力彩，然后结果一人独得，变成我们频道152个会员要去分。可是11.5亿配冰冷。对啊，11.5亿，如果152个人一起分，我很 OK 啊，我没关系，好不好？就是这样的。如果真的好不好？我们现在2个方案，如果是152个人分啊，那就分，我们没有关系啊。如果好不好？就是一人独得，我要求不高，好不好？如果你那个11.5亿的观众朋友，你帮我在永和买一个2手屋就可以了，我要求没有很高。永和是吗？果然好哦 ，OK， 永和是一个非常非常便民的地方嘛，因为其实我对台北不太熟，对，我跟你说，永和很大呢。你要买高雄，然后让出那个搬家的费用，我也是无所谓啦。对我这个人就是很好变通，那这样算下来，是出搬家费用比较划算，真的。没有啊，他要搬家，然后再买一个高雄的房子给我。对，这是双套的。对，我这个人不挑地点的，只要你出钱。好不好？那我觉得我们还是先去大宝老师的新家，把那个我们金夏蛋糕带过去好了。我们约一个时间，把我的那个金夏葡萄干什么蛋糕带过去，我们一起普天同庆一下。对，葡萄干跟凤梨我都可以接受。是不是？我找到我的后盾，你看果然是后盾，我就说后盾，15的后盾。然后后来就会变成。就里面有香菜，然后再加凤梨，再加葡萄干，变成就是我娘弟卡都不吃，然后大宝老师自己吃一个。对，大宝是独得，对啊，他不是威力彩一人独得，他是奇怪蛋糕。顺便可以加老干妈什么的。那个老干妈真的好吃你们都吃了吧？都吃了吼。我是吃光了，我就早上当早餐把它干了。哇，早上我也是当早餐天哪，2位真的对辣真的很耐受。虽然说我觉得那个又不辣，那个就咸香，那个根本没有辣，对不对？我真的觉得我做的我们说的，你说。我们说的不辣，就跟有些人说恐怖游戏不恐怖是一个概念。对，我玩还原，我会去判断一般人敢不敢吃辣，一般人会对这些辣不辣。应该是说我的舌头没有这个概念。2位你们对辣的耐受力太强了，对我而言已经是有点小辣了。然后你们却说无辣，天哪！这个真的应该是我看到别人好不好？我觉得这个吃了会辣，我就会跟他们说没有啊，没有很辣。我就想要看一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这样的有趣。好坏哦！竟然有人在228要分享他的 share house，就是他的纸箱什么东西？放出228的纸箱，为什么？因为搬家啊，你不是要搬家啊？为什么他228有纸箱？为什么你有我也要？站位，这是我们长官啦，最喜欢讲干话了。你说你在228公园有设立纸箱吗？对，他们是纸箱区，而且他们跟我分享画地了。对，他们跟我分享228有很多我们腐女喜欢的什么东西。你是说那个吗？你是说就是你看这个传说还在哦。他们跟我讲的，我跟你讲，这些很奇怪的知识都是他们帮我补上来的，我不知道。你都在群组认真的学习。对，我很认真。就以前我有一个朋友也是去那里，然后就坐1个下午，然后有阿伯就问他要不要一起去上厕所这个东西。这个讲了，这频道会被 ban 掉吗？不会，因为我们之前有热烈的讨论东西啊。应该是还 OK 啦。我之前还一直就超级可怕。应该是还好，因为我之前在直播一直问说是真的吗？真的吗？他们还跟我巨细靡讲的很透彻，我就哇，好辣哦！巨细靡讲的很透彻是什么意思？你们是去问的人还是被问的人啊？为什么你？好奇怪哦，你们好看好怪，不是好看，是好怪，再看一点，好看，对，再看一点，好怪，对，再看一下，不是好看，是好怪，再看一点，不是好看再怪一点是什么意思？对啊，不是很久以前的事情啊，现在228应该是没有啦，但对啊，我很怀疑，就是现在就这个既然是大家共同记忆，就是身为南部人，我就是常被他们就是补充一些很奇怪的知识，增加了。学习，对，
对呀，那今天其实大概就是重点性的，就是跟大家公开这个，就是我们文化部爸爸很推我们啦，真的很感谢。然后这些东西都很感谢，就是我们吴贤老师跟大宝老师一路的相挺，我才有知道，就是说这种东西是可以有机会获得补助的，不然猪猪完全就是都忙到不知道那什么东西。对啊，你要对自己有 confidence 是什么？老师？confidence 自信感，自信，我看了，爱有信心，我们就会 successful。是啥会？心机吗？successful 成功哦，对，新功啊，新功哈，卡兹，好，谢谢。就我觉得有你们在，一定没问题的。我自己一个人可能，我以前的外国老师都会跟我说 ，You are successful, you have a confidence。我是这样讲，我刚刚是confidence， 我刚刚在讲什么？反正我也是一个很常嘴瓢的人，没关系，没关系。好看再乖一点，对，谢谢大家。好看再乖一点，对，喝车不开酒。长官，你小心你的四肢再也长不出来了。我昨天嘴瓢，要跟他们讲说喝酒不能开车。就抠，扶马路过老奶奶，过老太太，对之类的，好烦哦。好啦，那这样子的话，其实我觉得今天我们应该也把很重要的事情交给大家了。我们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两位老师，我应该没有什么没讲到的吧？你可以迅速的做一下复习啊。可以啊。那么我们这个复习的状况下的，来，我们现在还是把我们的重点把它一一整理出来，来，你当我起来。首先是我要用那个小学生完全没有感情的朗读方法再来一次。谢谢文化部爸爸让我们株式会社，为什么会社的我们喜欢文化部语言友善环境及创作应用与推广补助了，我想吹了。大家同齐来讲台湾话咯，这就重要了。先从零开始学，对。对，你看我讲的这么辣擦，我还是继续努力啊。对呀，跟我一起努力，你们会很有成就感，真的。no 啦。对，然后对，然后这一次啊，喜获补助之外呢，我们也希望可以好好的回馈于大家哈。我们这个台湾话的朱组员，只要150块，你持续加入1个月、2个月、3个月，对，会获得加码，没有错，那就是最多6个月给你们。没错。那每个月呢，我们都会寄给大家，请我们小精灵帮忙一下。那重点就是说，这6个月如果大家持续支持的话，都要持续填单。这个填单真的是很重要。对，没错。那我们会就是每个月都会发文来，大家在。对，各位会员、各位股东，加搞要注意一下，就是大家就稍微注意一下，搞要注意一下，听起来好派哦。没关系，他们就喜欢这样子。他注意，对，搞他注意哦。他盯心呢，搞他盯紧呢，好不好？对，他们就喜欢这个，真的没有错。对他们坏凶，他们就快点填这样。霸总还没有听到，对，大概就是这样。对，没有错，还没有听到雨生老师唱老祖宗玩这版，有这回事吗？我怎么不知道？竟然有这种东西！哇，竟然有这种东西！我要使用尿遁之术。可是我们刚刚在 setting 的时候，老师一直在唱我爆料你。就是我有装扮的女孩。好啦，我真的要先去扫厕所。好啊，那你尿出来要为我们高歌一曲吗？我们刚刚在讲话的时候，然后我一直在狂喝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一直喝水，然后结果现在发现我有点想要上。他有点太久没有公开讲话。好哦，没关系，那你先去尿遁。然后是紧张吗？好像也还好，我只是因为觉得加了咖啡的水很好喝，这样。咖啡？好啦，等一下再说。为什么咖啡会套醉？你咖啡红茶？咖啡红茶啊。是咖啡红茶。那么吴昕老师，我们现在先放你去尿遁一下，你回来真的要脑祖宗一下吗 ？OK 啊。等一下。我想说，我开个静音好不好？我先稍微的去死一下。去死一下怎么回事？我先稍微的就是紧张过度换气一下哦。等一下，我想错过什么？为什么福利熊说3正5是最后1个月才有？还是等一下，我有这一趴吗？等一下。这个等一下要问我们的巫仙啊，这是他自己说加码的，我也不太记得了。
而且这个三正舞，我们在撇清，其实我跟你讲，我很会跳三正舞哦，自己讲。可是那个要3D 啦，3D 才有办法跳给你们看这样子。对啊，而且吴昕他是去尿遁的吧？你3D 演唱会没有人 cue 你跳三正舞？因为我没有跟他们讲啊，而且他们一定没想到三正舞，因为我们真的是太抬了。我们那一场真的是，我们目前的规划是完全没有任何接下来3D 的活动。对，没错，因为太烧钱了。需要规划吗？我们不晓得。应该是说非常非常的烧钱，真的，我觉得未来看缘分了。我觉得我们先希望这张专辑在今年有一些好成绩之后，再看要怎么规划，是不是老师？对，我们没有力就不用拔起啊。但是我不晓得这个有旗可以立吗？有什么旗呢？3D 的部分，而且因为3D 一场表演下来，其实哇，那个燃烧的那个经费，真的一瞬间就没了真的。所以一旦要立的话，好像又是一大笔，所以我们才你说那个这是你专案的户头吗？就是结账的时候一个哐的，就是都是那种50、70、60这样出去的，很可怕的。真的，对啊，以3D showcase 来讲的话，对。没有，我只是很好奇一件事情，就是我先讲3D 这件事情好了。就是3D，大家除了演唱会之外，还会有什么样的期待是可以一起脑力激荡的？他们希望你跳三正舞啊！那我也要有3D 啊！你觉得我现在看起来是有3D 的意思吗？就你们两个甚至是赖波 D， 我甚至只有2张 PNG 什么意思？超美丽3D， 超美丽3D， 什么意思？什么超美？什么意思？超美丽3D 就是本人哦，3D 化超级星期天综艺节目是不是？哇，屁啦，靠腰，那个最好是啦，那个最好是有什么人想要看啊？这只是一个很普通的人，然后在那边跳三正舞而已吧。你怎么可以觉得自己普通啊？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对啊，观众都问了，每个人都是。我跟你讲，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这件事情的前提就是这个人其实还蛮普通的，所以你就讲了这一句话在安慰他，好不好？如果这个人真的超级特别，你最好是会去跟那个李多慧讲说，哇靠！我跟你讲，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所以多慧你不要想太多啦，靠腰哦，哪有人会这么样子啊？你都会，对，超级好笑，什么意思？啊，有啦，就是你有超美丽3D 啦，好不好？那个啦，道士服3D 啦。所以穿上道士服你就不是巫仙了，你是道士。对，那不一样。就不要5千老师到最后就道士公会一起来就是告我什么没有这种事情好吗？应该是不会啊。等下我吃到不是大家的回馈，我吃到的是官司，这样就我觉得这样就蛮好笑的。我觉得老师他应该是会一起笑闹，因为他就很喜欢一起就是淌这个浑水，他是浑水系的。浑水系的。对，他就是很喜欢一起淌浑水，不知道为什么。超级莫名其妙的，这什么混乱邪恶派啊？对，好啦，又讲回老祖宗是可以唱的，好不好？3D 三正舞这个不行啊！加6个月这件事情，也太容易达成了吧？我没有必要为文化部奉献成这个样子吧？他也没有给我多少钱啊！对，吴先啊，你发现了哈？对他们而言，他们是可以把那个45600块的，把它变成456块，再这样子玩的哦，是真的哦。所以要小心。什么意思啊？有人装傻。刚刚说什么？什么东西？什么装傻？什么装傻？对啊，而且要问好像就是装傻的人是我。不是，我是真的不知道，我是真的不知道他讲的装傻是什么意思。好吧，就没回答。而且请问没回答什么？我觉得我们刚刚应该都有回答到。我机敏概念公正、公平、公开。对，我机敏概念发手。快点，我们有什么没回答到？我们现在帮你们补充。您的线上专员朱蒂卡在线上，是我们看不补充一下。他说3正舞是最后1个月才有，才是满人就跳，没有一开始就没有，不要再造谣了。什么我要参选，还有什么我要跳3正舞是什么意思？我真的是太核心了，为什么我没有印象有3正舞这个东西？没有，我刚刚是讲说，我刚刚的意思是说你
们现在就是他们不是在问说，就是从这里加吗？然后我就说啊，如果你加错，我也是会感谢你啊。就如果你现在在这里抖个150万，我就跳3正5给你看。这个三正5的来源是这边的，原来是这里啊！我立了其实150万，原来是150万啊！我现在加满最后一个。我跟你说，我刚刚原本说的是最后一个月我会加码送大家饭友，而不是什么我最后一个月就要跳3正5，好不好？那个完全不一样，好不好？你现在骑猪南下了啊！原来如此，准备搬迁高雄，骑猪南下。如果真的是150万的这个骑力下去，不只是那个悟性老师3正5，我陪他跳，对，我们可以再办一场秀了。我跳，给我跳150万是吗？我跳，悟性老师分我也跳。这是什么新形态的迫害？什么？等一下啦，我那个汤华是说，他总是听到悟性老师说前面那个看到我丢150的时候吗？真的吗？我像单核心，我像我说15000吗？15000吗？我刚刚说15000，然后有人抖15000啊！我的天哪，真的有人抖啊！好，所以总之好，就可能完蛋了，可能是完蛋了。吴昕老师要讲150万，但是却讲成了15000啊！唱嘛，完蛋了，完蛋了！你上架金额出错，已经被截标了，完蛋了！那这样子少几个零，要不要出货？要不要出货？等一下，那真的有人抖15000吗？等一下，我现在这个是重点，刚刚有人抖15000吗？还是说你确认一下？我看一下，应该还没有吧？我看一下哦。我想您的猪仔专员，不要！我跟你讲，你们现在抖15000没用，你们现在抖15000，那已经变150万了。不要现在给我抖15000，现在抖15000没有用。我告诉你，你就干，我要生气这个情，你就干，好，就是总之呢，好，你说吴昕老师，请说，好，因为我现在也蛮混乱的，好，吴昕老师你说没关系，等一下，不要，不是15000，不行，没有15000，感觉你们真的是能够达成的，我不是。等一下，对他们绝对可以达成，他们就连15万项都有办法达成，因为他们现在领年终了，对。哦，我现在。我不要！唐突语无伦次。不是，好，那我们就想一下，就是如果真的要真的现在要玩这个斗内，好不好？我们就我也不是不能玩，但是我们要先想一个中间价，我150块听起来好像150万这件事情好像听起来太欺负你们了，好不好？那这个第三方仲裁，我们就请大宝老师跟迪卡来跟我们讲。对，我们现在就行了，15000这个，我告诉你，我跟你讲，15000这个15000真的就是太容易达成了，我不能这样，我不能为了就是为了文化部，然后下海卖屁股，然后我还只能得到15000，这个没有办法，好不好？就是，那我问一下哦，真的要跳的话，吴昕是打算怎么呈现呢？我们可以先讨论这一块，对。可是不行如果我真的如果是3D 地瓜的话，那这样子不是就有点这样不行啊？这样不行啊，这样还要建模对啊，这样有点像自肥，这样不行就如果真的可以，好不好？你们拍一个影片，然后我穿道士服，我觉得应该是 OK， 但是，我在讲那么多但是的前提就是，其实我觉得很羞耻。那如果猪陪你跳呢？如果猪陪你跳呢？再考虑了。跳可以啊。他在吞口水，为什么会长途吞口水？这个资本主义，的力量哈！一斗罗古恰，一斗 ，Hello， 金箍宝款，一斗罗古恰你好，欢迎来到迪卡点的，一斗三 ，Hello。所以就是其实 ，Hello， 金箍宝款，所以就目前吴昕老师，如果你会害羞，就是不要立的这个棋真的没关系啊。如果说要立的话，我可以陪你一起玩哦，因为我也喜欢跳3正5。可以啊，我们 OK 啊，可以啊，我是没有什么不行的，但是我要感受到这个资本，就我现在对于资本主义的悸动，
在15000这件事情，我现在真的在想，是我的自尊到底值多少钱？我其实也不知道。放下你的骄傲。没关系，因为这个我觉得就见仁见智就看吴昕老师想要怎么开，然后对，就终于不知道，因为我其实也很不会立旗，每次他们叫我立旗的时候，我都会这样我不知道之类的，所以还蛮正常。你看吴昕老师被玩坏了，刚刚选举的气势全没了。好啦，没就安内啦，不然我们就我知道了，我们现在从6个月为期6个月，然后我们集资看7万块能不能到时候出一个 cover， 我们唱爱表在呀。这样子有比3正5还要好吗？爱表在呀，里面要放3正5的，里面要放3正5的这个桥段，好，没问题。いかがでしょう？为什么还是有3正5？因为3正5他们喜欢啊，对啊。反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一定要找毛毛老师重编，然后中间就塞入这个 part。哦，那我帮你们看一下我现在的绿界。但是7万块是做得到的吗？吴昕，我现在跟你讲，我现在跟他们讲说绿界剩多少？OK 啊。等一下来，因为现在刚刚有补上我们阿月，不是阿月是阿吹的那个4万的状况下，我现在绿界后台看一下丢满还剩下多少，你们等我一下哦。是这样子的吗？那就不能7万了。我告诉你，就是那个4万，如果要加下去的话，我们就11万。长途变重大告知，10分不想跳。这个告知是我们的吴昕要跳3正5。对啊，因为我觉得如果吴昕敢玩，我可以陪他玩啊。我怕他害羞不敢玩，就不要勉强。但是如果他敢玩，老娘绝对奉陪。没有问题啊，我是被资本主义奴役自尊的人啊，好不好？就是如果有的话没有关系啊，我还可以美其名说什么我要为了这个文化不，我要为了台语，好不好？我们先生士卒。那么各位观众，朱莉卡的后台现在即将为您公开，我们只剩下88746元的扣打，我们绿界就被丢坏了。谢谢大家，88746块的扣打，很出席。以卡嘎的秀刚好是一首 cover， 爱表加牙加上我们吴昕老师的3正5，以卡嘎的秀明娜。那我想现在跟你们讲的是，现在这个状况，如果您想要续我的高阶会员，甚至您想要迫害那个谁，甚至您觉得爽啦，我一下就是直接又加码半年、1年的这个高阶年资，直接下去也算哦。谢谢大家。对啊，我跟你讲，你们现在加文化部的会员，那个也算，好不好？那个我也算 ，OK。文化部的会员就是小额，对啊，文化部的那个台湾为驻组员那个也算。可是文化部的驻组员的这边钱我们要怎么算呢？就一样是150块这样算吗？他们这样加上去吗？还是你们就投绿界就好了？因为可能目前是绿界是会比较好算。这个是另外的事。通常会是绿界，就是大家要玩嘛就丢爆，然后丢爆之后，对，然后反正现在我只剩下88746，然后吴昕老师陪我一起3正5，我陪吴昕老师3正5，爱表价呀。OK 啊，爱表价呀！天哪！我不要算，我不要算。我跟你讲，你们现在是怎样？你们现在要证明你们自己的实力吗？没有，福利熊他我们家大佬他们其实就很爱玩这种的，你完蛋了。我也觉得我完蛋了，但算了，没关系，我不在乎了。从我15000讲错，我原本就是讲150万，我就觉得。对啊。我真的看到了，就是原来立奇真的原来有人对，就是立奇感觉真的是这么好玩呢。对，我们就这笔经费好不好？我们算6个月啊。如果今天当冲好不好？今天当冲的话，怎么当冲你还要加码？你不怕？你真的不怕？不是，没有。我刚刚原本只是讲，我就感谢大家。拿8800，我就包8800给阿公，会得到18000。包8800给阿公，我就诚恳的感谢大家。这样
我就谢谢你 I so thank you。好啊，就是基本上就是刚好我们这个数字也让大家快丢爆了啦。那刚好也是88这个开头，讨个还要再头发。对，那基本上刚好真的是刚好是做一首 cover 曲，然后笑笑闹闹的这个还算可以合格交出这个期的一个金额。对，然后就我们就唱爱表教演啊，对不对？对啊，要看你们之后。好，我就诚恳的感谢，对我也只能诚恳的感谢大家了。那么期限的话，你是想要就是6个月嘛，就是从今天开始，然后6个月，我们从今天开始，然后到8月12号啊，对不对？哦，对不对？那要小心，突然要加会议集，或者是要就是直接冲年资的，我们家的大佬会不会这几天就完成了呢？我们拭目以待哦。我们拭目以待，我们拭目以待。拭目以待，对，拭目以待。那一旦达成了，我们就是不管是音乐性的，对啊，就音乐性的就麻烦 Double 老师，就是可能揪一些好手一起来玩啦。那我跟那个吴昕老师这边就负责3正5的部分，但是我要怎么呈现呢？我要怎么呈现3正5呢？我去动捕棚吗？我们看啊，这个到时候确认。好。那这个还可以，对啊，这个搞不好做那个就是在 cover 里面，好不好？画那个动画什么的都可以啊。哦，也是可以，也是一个方法哦。然后我就是不免俗的，反正大家要看，对啊，大家要看的是我录影嘛，对啊，如果录影我录影就放 short 没有问题啊，那个黑不问题啊，我会放在 cover 里面。你都已经本人跳了，我怎么可以不跟你本人跳？我觉得我可以为了你去3D 动捕，应该可是这样3D 动捕钱会不会很贵啊？因为我不太了解那个行情。我那个时候在想的就是这个啊。没事啦，这个我们到时候再看。去快，莫娜会不会很贵？莫娜你在吗？莫娜，求莫娜。好好玩哦！我们家拼单，对，加拼单。莫娜，我现在可能3正5。你们有开哈？那我们去跳个3正5，大概10分钟就好。我的部分10分钟，10分钟，对，马上录完，马上好这样子。马上好了，那就这样。我刚刚原本想要说150万的，真是的，我是这个频道的气场不好，这个频道的气场就是大家都会在这里讲错话，大家在这里直接碰掉啊！这不是这到底是谁的原因？这我不知道。只要怎么这样？只要在这里，大家数学就会不好。需要修掉。不是啊，我只要100减22就等于88，哪里是数学不好的问题嘞？对不对？拼单。就怎么会有150万讲成15000的的问题啊？这个锅我不背啊，没关系。可是我是深度思考，怎么会上架错金额呢？对啊，下架错金额。可是真的又是150万的话，应该不止3正5了啦，很多舞都可以跳给大家看了，又是另外一场3D 秀了。对。拜托，150万的话，我直接在好不好？尾牙会场后空翻给大家看。你会吗？你会后空翻吗？不，你会吗？但我愿意学，他要练，但我愿意学，对，但我愿意学。我是一个上进的好孩子，对。好的，我是一个上进的练财人。你要来我家看地瓜后空翻吗？我要。我是勤恳持家的，对，上进的好学生。刮胡150万一折，记得删。我觉得吴昕老师真的被玩坏了，他现在整个语无伦次。你的气势呢？你们这里风水不好啦，哪会呀？我们这边是聚财地呢，那个什么，那地劫人什么忘记了怎么讲？地灵人对了，地灵人杰，3个人地劫人灵哦，地灵人杰故意讲错，地劫人灵哦，狄仁杰，什么意思？对，我也没想到吴昕老师这么爱立起耶。我看样子接下来我跟吴昕老师的合作节目应该有立不完的起了，你们可以拭目以待，谢谢。哇塞，这样会有点担心了。大宝师你要忙不完，大宝师。不是的，你那忙不是我们的问题，是你时间不够啊！你欠了很多债，你得慢慢还呢。反正这一趟就是陪吴昕老师 OK 啦，没问题啦，对啦，好姐妹嘛，对不对？
有人跟我说，就是霹雳舞加地板动作挑战后空翻。我跟你讲，我是做不到的。对，就是如果我出去，我只要我跟他们出去，我只要上5个楼梯，我就会跟大家说，今天我的运动量够了。对，我就是这样子的人。OK， 没关系，每个人对于运动量的概念不同。对，这个我们拭目以待。我没有说会成功。对呀，我跟你讲，这个我等那个你3月迪卡给我做结案报告的时候，我就知道你的体力好不好了。啊，怎么说呢？那你们要去走路对，我基本上就是一直走，没错，要飞日本了，没错，我们接下来走路国，对啊，2月24号1天2万步起的，没错，我想看看他 hold 不住，没问题的啦，没问题的，因为那个吃东西就什么都 OK， 对不对？对啊，没有出去玩是另外一件事情，出去玩就是边吃边走啊，就是你同时在吃，但同时也在走，然后你就会觉得，起码我有吃到，那这样就很好，这样就很好，对啊，而且我们真的要飞出去，今年飞出去玩，应该大家都又要回来继续忙碌了。来，大宝老师，今年2026有什么期许？期许就是对，顺利利的，然后看能不能走红毯，然后再到足去更多不同的地方玩。谢谢，好开心哦！谢谢大宝老师的照顾，真的，いつもお世話になっております。今年もよろしく。给你嘛，多多指教哦。一生懸命。你嘛，请大家，继续拍片啦，好不好？吴昕老师，来讲一下我们新年的愿景哦。后空翻，我马上就翻。为什么3.5？为什么大家就会说什么阴暗爬行的地板动作？感觉我以后出道之后变什么？你是豚足鸡，我是蟑螂鸡，是不是？为什么会有阴暗？我们可以说是壁虎，不要说蟑螂哦。やめてください。这什么意思？为什么大家为什么他们会知道这个东西？因为我也很喜欢。因为吴昕老师喜欢阴暗爬行，我很像讲过，他说我可以翻，但是对啊，我跟你讲，我会学啊，我学得很快，但我学不会啊，对不对？有学但不一定会嘛。对啊，有学但不多嘛，对不对？没有。那你2026年的愿景不会就是阴暗爬行啊？是这样子吗？2026年愿景啊，就是你这边，我希望好不好？我们希望就是迪卡可以认识更多的好朋友，然后让谁来讲台语啊，就好玩。让讲台语或者是做台语的东西变成一个很好玩的事情，然后再来就是我自己的，就是真的漫画要画完，太累了。那你的漫画可以被宣传吗？还是我们还是先低调呢？你觉得？我跟你讲，6月的时候可以跟大家来讲一下。耶，好就有一个很有趣的东西，对，可以跟大家玩。就我每天都在想一些很奇怪的东西，对，就是这个社会已经把我搞疯了，对，所以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我我每次到底都在干嘛？我觉得蛮好笑的。我觉得今天你已经先被我们家面线搞疯了。对啊，你还好吗？看到大家说什么？真的吗？1万就可以让你跳舞吗？突然就你知道吗？我的世界金钱观开始有点崩坏。其实我内心觉得，跳个舞就可以拿到15000吗？我说不行，我怎么可以这样子？我怎么可以这样子损害我自己的自尊呢？不行，撑住，不能拿那个15000就开始扭屁股。好啦，至少我们刚好是15万。对啦，但是刚好我们绿界就是只剩88000的扣打，我就觉得也刚刚好，对，也算是大家或许办得到，也可以来玩一下6个月的时间，搞不好6天就达成嘛，对，我们期待一下我们的3.5，对不对？对，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也谢谢吴昕老师以及大宝老师，谢谢你们的照顾，今年也多多指教哦，谢谢你们，感谢文化部，然后希望迪卡的感谢文化部，对，频道能够正成长，更健康。希望，对啊。感谢迪卡，感谢米刷，感谢大家。哎呀，这样就刚下来。那我们接下来呢，是我们这个24小时《甄嬛传》马拉松直播。我们吴昕老师是不是要郑重介绍一下？但是8大电视台没有赞助播出，谢谢。
对，我们今天就是晚上6点，好不好？现在就是只剩80几分钟，然后我们那个宫门大清的自动门就要开了。对，然后这是一个这是我们台湾10大国俗，好不好？希望大家可以去共襄盛举，去那里面就认识一点人。对，我们去那里就是发扬，把那个朱迪卡就会在那里发扬，就是发扬光大。因为大家等一下降落到那边，没错，因为我们其实前一两个月就有在聊说，我们今天想要跟大家开台聊这个好消息的这个状况下，然后我们就说好，就随便抓一个时间，大家有空就是2月12号的今天。结果呢，吴昕老师就蹦出一句话：哦，那一天刚好是那个甄嬛马拉松开启的那一天。然后我们就在那边嘴炮，不然降落过去啊！哦，好降哦，降哦，好，真的要降落过去了。对，真的。那我们现在可以就是跟第一集一样，我们就讲第一集的那个就是甄嬛的祈祷词来作为今天的结尾。就是信女雨声，好不好？无才无德，虽然不比男子可以建功立业，但是也不愿意轻易辜负了自己。如果呢，在3天之内能够达到88888的力气，信女愿意以3正5。加上就是增加多活10年，来就是回报菩萨的保佑，谢谢大家。我靠，你顺便立旗再立旗耶！我真这辈子没看过这么爱立旗的人呢！我靠，没看过人家可以把旗插这么稳的，我靠，硬要插。多活10年对我来说有什么坏处吗？我跟你讲，你现在头上的那一根根本就是你的旗，早就插在那边了，只是我没发现，好不好？好会插旗啊，这孩子。那是跟菩萨对上的天线。对，虽然不比男子可以建功立业，但我也不愿意轻易辜负了自己。对，好啦，若要跳舞，必定要跳这世界上最贵的3正5。3正5哦，3正5，好，我们可以把它用得很贵，至少8万块的3正5 OK 吗？你觉得呢？等一下那个对，可以啊，你那个超贵了，什么插旗比插枪还要稳，慢笑出来。好好笑。好了，谢谢你们，恭喜！对，总之恭喜什么呢？恭喜我们自己又获得了文化部爸爸的补助，然后也恭喜吴昕老师学会插旗啦。谢谢大家，然后体会到这个插旗的好玩。对，然后还有大宝老师，对，大宝老师也就是总算搬家完了，今年也多指教了我们最爱的这个丢比亚公，最跳孙的丢比亚公，好不好？对，那我们明天也要看一下林朝的公路啊。对，我们来，对，我们最后来宣传一下。来，我们草草啊，他真的很有才，这孩子哦，来，讲这孩子，我知道妈妈心态这样。来，我丢给大家，明天是他的那个3D，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我打一下哦，等我一下。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对，我们乔乔，他真的是很认真的孩子。对，希望大家可以多多订阅他，多去看看他，跟他讲讲话。虽然说他很爱碎念，他真的很爱碎念，超级爱碎念。对，是。对，但是呢，是一个很善良、很棒的孩子。对，来，好玩，一直玩。对啊，然后来，我现在就把这个链接都给大家，然后。明天草草开始直播的时间是晚上的6点3D 哦，欢迎大家支持起来，多多支持我们草草，好吧？我们这次丢比的这个专辑的录音真的也是很辛苦他哦，真的也是那个爆肝。7点啦，对，7点哦，一起支持我草草，吓死他，爆破他，好不好？谢谢你们大家。还有什么要宣传的吗？有没有忘记的？新年快乐！好，新年快乐，对。好啦，谢谢你们大家，那我切片尾喽，谢谢你们。谢谢大家，谢谢，感谢大家努力。对呀，期待相会。对，期待相会。那我们现在就是走着，我们这个高雄维卡家这个步伐来到了龙虎塔，接下来就是各种高雄的景色，陪伴大家。已经到了这次我们好消息告知的尾声，不是重大告知，卖皮皮串。那希望大家好消息，对，真的是好消息。那希望大家持续给我们团队支持，我们团队大家真的神鬼般的厉害，好不好？就我就是一个平庸之人，我尽量跟上他们，尽量不要退群。对，我尽量就是稳住不退群。真的啦，我是 You are so 厉害，没啦，我不 so 厉害，我 so 辣茶。谢谢你们的提携，谢谢你们愿意这样子跟着我走。好啦，谢谢啦，然后商业互捧这样。对，刚刚有说就是完整版的老祖宗，不然我现在唱一下。行，来，我现在等我一下，我要把 B 卷关掉。来，这是我要装扮的女孩。
哦，你在开玩笑，要将这平凡女孩变成个淑女，为什么用？他说，然后还有什么？水好冷哦，要是你早一点来，水就不会冷了。先把你洗干净。用关怀发才会人人爱，敬我洗洗大白的新娘，我们会以你为荣。那是后来段吗？他说木兰，这是什么？哦，这是小抄，比较不会出糗。还有什么？有缘再相会。有那个老祖宗保佑我。千万不要让我失礼。然后还有那个他说什么？每个人心里衷心期盼，为了木兰终身到大事。我后面就忘记了，没关系，下次再补吧。我觉得这个片尾有点长了，好不好？你们现在是对啊，我们打快降落去听安陵容唱歌，一定比我还要好听。对，所以应该大家就比较容易能够争到宠。我们不用，你们闭上眼睛。对，闭上眼睛想到纯元皇后就好了，不用想到我。可以，你今天要被翻牌了，好不好？你被皇阿玛那个，你要得宠了，你已经要被翻牌了，可以吗？我才不要嘞！他长那样他长那样还想我得宠？对你得宠了，准备侍寝吧你。我皇阿玛他是天子啊！是我不要，我不要，天哪！我要学那个龙乐，我不要，我真的觉得吴仙，你要不要去跟八大谈一下了？我觉得该了。你知道吗？我觉得也之后，如果他们不嫌弃的话啦，我也是没关系啊，对不对？好啦，谢谢大家，我们今天就是讲干话，唱歌，好啦，新年快乐，天天开心，新年快乐，谢谢大家。然后明天还有猪猪年前最后一次直播带货直播，欢迎大家一起来团购猪，团购采买年货喽！谢谢大家，大家拜拜，降落啦，缓缓，拜拜，出发。出发。